要怎啊？靠背，真开啊，真开啊！哇哇，好，无代志。可以到。我动作无看。你当作无看啊？有呢？你是看到啥？啥意思？有人伫 YouTube 甲我问啊？啊？哈？那有吗？无啦。哦，害我那我足紧张诶！两边都无看到会机开，歹那安尼势，救啊人啊！诶，对咧，我是毋是爱分享一下画面？无咱阿好会看无？有看，我即摆伫咧。OK，无安尼较紧，咱直接嘿，伫 Discord 内底时间会有你差。我的图无动，哦，即嘛有啊，头拄无动，头拄无动。我先来开一个场，稍请，等一下。哎呦，我来分享。好，但是我开，因为我今日无开台啊。你还无开台啊？我今日无放。好，安尼就敢若我甲伊哩。安尼两个尔。对，敢若我。对，所以我讲我开我画面啊。哦，你要开你的画面互阿好会看，嘛会使。为虾米我会无动？哦，即嘛有啊。有啊吼。我会奇怪，无我咧找我的迄个。袂你咧放松你迄网络讲两遍。哦，所以我关调较好呢。你若无走袂叮当。OK。耶！啊，是讲啥物原来如此是啥物？我看无。啥物件原来如此？我毋知啊，一直咧一直一直遐闹话，我看无伊。哦，可能伊还咧想讲我想要无开啦，可能是讲头拄仔迄个，我袂记你开台代志，无我迄个设定照去。嘿。我看你无开着台。阿酸暗暗，阿酸来看看台咯。但上早来应该是。我的图是毋是较慢动啊？我遮看是无，可能是这放上有时间差。我会无得。我遮看是正常诶。因为我遮看小可累个诶。阿酸讲伊嘛看着是正常诶，正常诶，嘿。你甲暗暗。安尼我诶网络无正常。袂要紧，阿辉佫较无正常。好，无人要吵我，好，袂要紧。我遮当咧找无路，我毋知影阮底兜伫倒位，所以我就淡薄仔困扰。四种来着啊。无，因为我偷困迄个船面的面层，所以我遮若死，我会伫迄船仔内底。哇！暗暗，阿姐暗怀疑。我即马开你诶，我开你诶电话。你咧看我诶，你嘛会当偷漏话啊？迄边层啥款味诶？我太知。哦，我哋无回来啊！无回伫咧伊里遐。哦，袂要紧啊，拢莫看我，无啦，毋是啊，毋是安尼讲话。哦，我知，最近还有啥 Twitter 嘛有收到伊诶发咯。安怎？今日我来推去较闹热，平常时我来推去拢无人。情绪勒索大师火蛇，你才知影？为虾米我嘛毋知？你爱问我诶观众。为虾米？为虾米？今日画面较慢。今日画面较慢。这是六地吗？这是六地画面吗？哦，对啊。为什么我这边看起来就慢的呢？慢一步呢？哇，慢一步啊？这我落互你看。你那种慢足济呢？我对啊。欢迎。
喂，我毋知影我要安怎倒去。你你敢会知影记你？咱厝要倒行去？对啊，你敢会记你顶摆发生啥物代志？咱毋是咧找猫啊？对，啊，毋过我偷困人个眠床，所以我即摆若死，我就会直接传下来，个活。好，你听我看一我个，阿优就好，阿优暗暗你好，有人互我迄个啊，好。做我会记我有插会插会啊，你有我差有插会啊，会插会遮应该是位我分享我头拄看到画面啊，我来看一下。我在想啥物？有啥物足慢？你说干嘛去啊？酷沙瓦啊蛮哦，看到足侪火啊！嘿啊，我顶回就插伫遮，应该是，原来就我，戆人敢若我一个，我这我刚才我有做记号，哦，感谢感谢。而且我嘛是今仔毋知位的人。我毋管是耍电动还是现实生活，我拢上害啊，逐摆拢走。知影路边仔行哟。对对对，电甲你目前人生的路嘛是毋知安怎行。诶，敢安尼讲诶？嗯，我感觉我的哦，看的位敢若个淡薄仔怪怪，看着较可怜。啊，你遐倒啊，是遐可怜着。啥我哎啊，我可怜惯死就好啊啦。就是干嘛呢？喂，干嘛呢？那个愈可怜啊！你要过年。哦，安尼应该，哦，安尼真好。即我的画面是 KK，是啊，敢是迄网络无介好。你来看卖者。server 的问题啊，啥物？你挂吗？哦，无呢，我遮不了袂起呢，我遮是袂起啦。我看麦，我会看麦。喺 Discord 的问题。哦，Discord 较慢。啊，有啊，有看。唔看麦。不要紧，我看伊就好啊。我看伊就好。我分享画面，我来去我 Discord 我变做慢是啊！是我变做慢。哈？我来去看麦，等，我开。诶，我看麦，你一摆开着。我来去看麦。我娘坐伫箱仔顶悬，害我无得开。因为你坐顶头无得开哟。系啊，因为想讲顶回也无爱困眠床，我就家困咧遮啊。哦。不要紧，我甲塞落啊。哦，好着啊。不好意思。哎哟，那一只。哎呀，熊走。安尼我家查到我家查到，哈哈，我对付阮家的猫仔嘛是安尼哦，看伊袂爽就甲塞落。安尼袂使。无啦，啊，迄个真正危险。而且伊会走去无应该去的所在，比如讲迄个食饭的桌啊。其实鸟是在斗争呢。啥物？我的手啊？无啦。哦，鸟啊啦，因为我大概改，伊个随坐箱顶实在，操鸟啊！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鸟嘛是即型的啦。果然是鸟啊！鸟啊就是。卖个跳，操鸟啊！实在，哎哟。哎哟，迄个咱甲照看卖。你家用着诶？哦，遮凶哦，空气足疼诶呢。无，不过我手已经摕鱼啊，伊个无要对我走，是安尼。无，我来甲钓干好啊。杀鸟啊咯！伊个要无要来呢，那呢？食饱袂紧啊，袂紧食啊。够现实呗！哎哟，正讲诶鸟，哦，真有够烦诶啦！你要开？这操鸟啊！来，来，开啊！哦，你卖个当哦，卖个当。哦，我准备伊给你听。我头一条呢。伊个头。你看，你去边仔看，伊个头伫咧啥子？我知。看起来足疼诶。无啦，袂啦，咱即摆是无鸟受伤啦。
诶，袂带。你这个 game 内底无任何一只鸟仔受到伤害吼。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徛边啊，哦，对对对，最好卖叮当。诶，无我甲你讲了啊。我袂甲伊讲，我甲伊杀命。无啦，我讲笑的，我平常时才袂安尼俩咧，讲，无小等随便甲靠诶。伊好死。系，袂啦，咱鸟仔真勇，袂夹要死。啊，我今睡来困者，我小等若死哦，找无位通转来，对啊。无啊，我今仔有插会，应该是找得着。应该是会使啦。耶不过有一只鸟仔踮伫我的眠床顶，诶，啊，毋过你头拄有这困没高了吗？这狗啊，哇，这鸟，可能我诶。啊，迄毋是狗啊，无伫我眠床顶是鸟啊，等下，这鸟啊你？这不是鸟啊。哇，那这哦，啊，叫是气死了呢！啊，啊这个所以这个是鸟啊，这鸟啊，我摕遐家饲伊的，你看，哦，安尼是鸟啊，伊有反应啊。安尼是鸟啊。啊，摕骨伊互伊啊，无反应好好好，伊开踮眠床啊，我互伊踮眠床就好。莫走去别位，我拢好。食古水吼，莫走到箱仔顶就好。嘿对，尤其即只，你要乖乖啊，这么乖乖啊！哎哟，我家伊，我即摆是强迫伊坐落来，若无安尼，伊佫会走去箱仔顶，就亲像安尼，就是哦，你有够闲伊就的呢。变安尼。哎，你要食鱼无？啊，我要缀你行，来，好食，好食。你搬倒去做？那会变安尼？对啊，太怪怪。哇，有。你不爱乖入去房间内面吗？无伊原本伊甲头拄仔迄只铺设是做伙来阮兜的，要毋过伊无要困眠床，结果门炮开，伊就跳伫咧箱仔顶，都无爱过出去。有个性啊，嘿啊，对啊，够性。鸟啊，就是爱安尼。是我无法度控制，实在。阿莫阿妈哈喽，你好，真拍算哇！无你若真正鸟咪嘛是安尼啊，嘿啊，嘿，鸟伊嘛袂听拢你的话。真自由，想要创无啥去插人就创啥要创啊，嘿啊。袂爽的话袂爽。摇八叉爆腰啊！啊有影。无代无志就咧靠腰，嘿，真正嘛是咧有影有影。摇巴肚啊！对啊，看者有啥物件通好来放伫箱仔底？哇！通食的拢放伊遮好啊！遮是物件遐济着，毋知要安怎放，真好耍。遐鸟仔着，我都你是安怎？我甲你走去地角，诶，遐红我来大。对你去。哦，我要死啊！启用阿曼，Hello，你好啊，来看一下。哎，人今晚早一点，我看里面。诶，是到好来啊！来呀！你要去倒？这是倒位我毋知，我乱说。遮地角，我乱说，毋知要去倒位。啊，我也无炸火。哎，有，无代志。即马敢是讲，即马敢是讲下界，还是讲地角较济啊？哎，我毋知呢。系啊。啥物件？头早来遮问一个代志，就想要知影诶，啥物代志？因迄个会敢会当偷走偷摕转去。啥物会？多姐，哪些个会啊？嗯，对啊，哪这是些会？伫这图顶头点火就会变蓝色。哦，咱若是乌这图转，就会使点蓝色火安尼。所以讲会当抬公司嘛？再在抬公司。该是会烧啦，我来行看卖。啊，烧啦！哎啦，烧啦！我来烧！
有啦，有小，免烦恼。嘿，就是哦，听起来足听的呢。没啦嗯，淡薄仔听尔。淡薄听，要会看一就对。对，哇，就伫迄钱，敢是囥伫骹床底迄种诶，就是麒麟老师诶哈，对啊，迄支，嘿啊，迄个就是啊，麒麟老师迄支啊，是啊，就是啊，就是忘掉，就是基本你伊的。嘿忘唔对，基本你叫了无唔对，就是迄支。哦，那不是就拿来疼？阿峰诶，毋哦，是，毋是，迄是，啊，那君嘛那本嘿对，迄是遮尔疼。嘿，迄是那其他迄那本，个，诶，咱酸甘甜的好滋味，嘿，诶，甜甜切切，甜甜佫轻有效，甜有啥物好？三火烧红挑烧剔。救人，龙龙你好，欢迎咱即马讲台语，那听有就做伙来开讲，无问题。啊若听无要怎？听无要紧，我嘛无法度。诶，会使调整大肠，食假。你讲迄支哦？应该是迄支。对啊，咱迄你啊签内底，就是有迄个对咱的身体都有帮助的一寡细菌啊，所以嘛是一种调整咱的。我是毋知，我是毋知，我啥物都毋知，拢也会讲诶，我毋知。会讲，哎，这要写我毋过啊？知，无咯啊？哎呦，哎呦，我无代志，无，啥物都无。手内啥物拢无。哎呦，人都喙呆哦。我袂走到记，去，我袂记你早，袂记早会出门，西门，火，无炸火，因为火即马伫我遮，拢伫你遐谢。谢，无法度。你们就是会，你们就是火。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会来啊，会来啊。会不会来对啊？会不会来对啊？诶，这支是啥？啊？哦，我这支是你哪打哪上去？诶，无啊。诶，这支是啥？这头我敢有这？这敢若原本就有啊呢？原本的哦。应该是原本就。哦，我在想讲，像坑诶，应该毋是哎我呀。家己生出来哦。遮下骹有一支石石条啊，头条啊，嗯，嘿对，就是我来背哦我诶。看者。我看起来你袂面，好，毋过我即摆都咧学呢。对啊，是啊，就是这应该是原地就有诶吼。应该是啊。这是涂骹顶管，这是即摆看的是涂骹，即摆看的是顶管，安尼。这应该一开始就有啊。嘿啊，我是想讲，这应该原地都生伫咧遮，毋过顶头上我煞毋知哦。来学者，我顶头有啥物我等下顶管的，朋友讲，毋知影内底有啥。起一条啊。敢若啥物拢无呢？四界学，四界看，看遮到底有啥？哎呦，个倒过哦我今。天也读咧，敢有斗着？四界学，四界看，看卖到底佫有啥？安尼应该有。啊！袂歹袂歹。我上顶头啊！上顶头有啥？无法度学的石头啊！啊，遮紧哦。哇，你无法度。遐紧着，真假？啊，安尼就是咱这个所在较悬吼。系啊，应该是哇，哇，来对无。啥物件，好来对啊，无物件通看啊。哎呀，掠准讲会有啥物好康的保障，还是较
较有效的物件，结果拢无乌乌的随到顶啊。哇，好，食。要安怎过？哦安尼来过。啊，吹无落呢。诶，嗯，无代志，我咧想讲，好。好，耶，感恩。袂。等下，啊，有人有人甲我赞助，小等者。哦好，我遮哪会无听伊声？哪安尼？小等者哦。有诶面有，毋过哪会无声？侥幸。哇，等我者哦。哇，够嗨！我无听到声，哪安尼？啊，敢是安尼？我看者哦。后来我遮可能有声，但是啊，大家咧看诶，敢有听到声？我是看到我 OBS 有物件伫咧叮当，毋过我遮是听无声，这是安怎？歹势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刚派去安尼。哈？啥物？我那会记 YouTube 就是有人就是开机就会无，伊袂发出声。喂，我是干那个，等我一下哦，我来小吹者，是怪声，迄是我的，什么迄是什么？我配音，哦，因为我历届咧迄有创音乐，音乐是我家己分的。啊，等我一下哦，我来小看一下想，处理者，小处理一下，那大概拢安尼，侥幸。哇，我吹一下歹势，我看一下，小分一下，啥物？等我一下，我来看一下，是倒一位来甲我赞助的，我小检查一下，我来搁试看觅，哪会搁无声？顶回拜六讲已经开的是嘛无声，啊，即届搁重新调整，结果嘛无声，毋知是变安怎？侥幸我互弹着，等下，侥幸哦，啊，袂晓倒叮当，我倒叮当，啪！天啊！侥幸我一项代志袂做了，搁要来补另外一项代志，够无用。小看一下。有啊，我来看一下。感谢Nico 100块的赞助，多谢。我搁试一届，我的物件敢有声无？奇怪，我无想无今日哪会变甲安尼？当时网络问题吗？应该毋是，我感觉拢是 OBS 的问题。在我无，大概拢安尼。我小看一下哦。可能爱分较大声的，我音量已经调整到100呢。我来看一下吼。我来试一下我 OBS 敢有物件。侥幸无反应。稍等我一下哦。豆豆来好啊，好，尽量试。免紧张，无讲。无人算过这个功能，有啊，抑毋过
拜六咧用的时阵，结果嘛无声无反应，我是实在会拍败。我搁试看觅者，哪会安尼？像叫要挑伊。哇，要来主赛了。我来看一下哦。啊，Campbell，你要只少年。有啊，哪安尼？你边有？好，有啊，安尼应该有听到声吼。我是家己有听到声啦，我搁试一摆。家己爱看卖咧。哎，哪有唔改？哦，好，有啊。毋过我调较细声。你才死啊？啊会。因为我无啥会晓相拍。哇，好，总共一句多谢Nico，稍等我一下，我过来调整一下。White chain 多谢 Nico 的100块。稍等我一下，我搁调整哦，我侥幸物件数拢无。好，那安尼。有人问讲小确幸台语安怎讲？小确幸用台语安怎讲？我找看觅。小确幸应该有小确幸，就亲像落地仔内底捡着100块啊，无毋对，恁咧困哦。我想讲来困，我来找看觅小确幸敢有。我想到，因为华语甲台语拢是讲真爽，就是较大诶，无较细诶。无咧讲较细。咱拢讲较大诶代志。我查到有讲伊是何济汉语哦。何济汉语？何济汉语就是日本人发明诶。日本人发明诶。伊讲小确幸。教读哦，小确幸。我遮萨克甲阿某都拢拍小确幸，你敢有通哦？Wikipedia 书典内底迄个客语嘛有呢，客语嘛是教读。客语嘛共款的小确幸3个汉字教读。我嘛毋知上下诶。安尼应该嘛是会使哩啦，抑毋过实在无用过呢。我讲若是何济汉语，应该就袂要紧，就教读应该会通。应该是无要紧。小侥幸，爱确定。侥幸敢袂使？侥幸我讲侥幸。我来想应该怪怪。对，阮遮嘛有人讲。但不过即马有清楚，抑毋过头拄仔抑个无写声。内裤很修哼啊。安尼讲过没有吧？安尼正常。应该即马较清楚。小欢喜嘛。小欢喜敢会应该是。迄意思有共，应该是会使。淡薄啊欢喜。淡薄欢喜。看个猫阿妈你好欢喜。我听着公司诶声是倒。可能在烧。有伫我头前。我来去进场一个比赛，是要比看上迈凯的村民，会声音像诶。哈，这边要比。哈。你安尼听起来较像有啥字？哈。呀！救人哦！真哪会遮恐怖？我惊到回家，因为真的。
哇，阮遮个观众都想要知影小确幸的代志。小确幸讲有原底的全名，或者我头拄仔查是伫日本人的小说内底。应该小确幸，应该是无听过，毋过若是有人安尼用，应该就会使应该会使啦。扣着扣着嘛，听着哦，扣着敢若嘛会使哩呢。嗯，有诶状况应该会听有。我无听过。嘿，扣着，毋过我拢讲使着，我较错。快点，我点，哎呀，我着使着哦，诶，对，使着，OK。我讲诶较粗鲁，歹势。要紧啦，即摆逐个拢兴即味诶。哈，哈来口味遐重哟。对啊，我是毋知啦，我是毋知逐个口味伫咧对啦。请大家爱检讨哈。无代无志叫大家检讨，太有即种啊。叫人，我检讨啥？我毋哎呀，我知。检讨啥？我即摆我检讨啥？做得好好诶，哎呀，我做得好好诶时候爱检什么好讨。啊？哈，无，我是讲阮遮有一个好好，哎呀，诶，吼吼好好吼吼吼吼，好好，对呢，有一个迄个鸭蛋节要到啊，哎呀，好是到对不对？好好好。好好，吼吼吼，哦呦，足咱侪两个，要做一个撇雷尖，好啊，连咪才会创一个。连咪惊单位讲，咱遮草头做诶厝会直接烧起来，连咪才会烧哦对来做一呢个。，嘿啊，扣着10箍，扣着100箍，够爽诶！诶，你还嘿，阿生讲，原来我是你还爱性感了。对啊，你好好好啊，哈，哈，你还退了100块，还有一个全摇，我还在吃，我不爱送出去。你拍啥物？啥物上水？哦，你物件无爱送出去，我若讲我是性感老龄安尼，哦，遐个 label 我不爱送出去。迄种私迄个吞，本拢是我诶，嘿，无毋对。这就是迄个啦，幸福爱靠家己争取啊，规包三过拢是我诶。诶，拢是我诶，袂歹袂歹，哎，内面拢是电脑安尼，我就免开机买啊。啊，真爽！阿酸问讲安尼好好，敢会拢送到你？ 100块，啊，扣着100箍，真爽诶！哇，诶，足故意情啊，你敢有看过 GR 有我哦，上介意诶呢。就这哎今仔双刀一袋100块，惊食肉干，食土豆。诶，有成呢，谁来干？你知啦，那你真厉害，这有诶无诶？哎呀。市方讲想要黑白讲话啊，好啊来啊！伊逐工拢嘛黑白讲话，大人大拢无人红嘛，包，红包，包。哦，太有理智啊！我就想，恁这是囡仔，暑假拢已经结束，咱毋得读书。好啦，看这嘛是会当学台语啦，毋过拢是无正较经诶代粗鲁志呢。的，对了。啊，就兼是台语啊，哎啊，即马伫咧 IG 顶面嘛看会着这。哎，对，啊，是哦，嘿，毋过拢是别人剪诶。哦，对，别人整诶。你若爱看完整诶，就爱去 YouTube 遐去找。 YouTube 看，嘿。头拄仔听讲我无想要送出去，听了毋着音啊啦。无想要送出去，甲无想要送出去嘛是。上次所以我是毋知送出去是啥物，是要安怎送，还是要安怎出去？哎，要送嘛要接，等下，诶，毋是安尼，小等下，救人呢？安尼敢好？无接安尼干嘛？哦，原来毋是是毋是，无做诶问题。等，Creeper，
安尼，伊去搞我笑，莫来哦，莫来哦，啊，变哎呦煞，变去无代志，无代志，无代志，蹦米芳尔，免着惊。嘿，对。我头拄仔我遐咩黑白讲话，你讲来讲，袂安尼讲一半啦。我想要边会蹦比芳尔不要紧，我是讲，你嘿，别位听着边一个就爱较细致。别位倒位，台台我无讲啊，哎，你讲的，我袂想讲的，我无讲，我无讲话。台湾一个和平的所在安尼。我讲啊，我无讲，我无讲啊。我无讲我哦。阿会啊，我阿会甲你提哦，我无讲，我无讲。啊，不要紧啊。日本要是我承担全部，只有阿会受伤的世界。完成啊！我看一下，哦，我叫人听到，所有人拢有讲，无毋对。我无讲，我无讲，我无讲，无。讲叽叽等等，什么？对对对对讲讲一讲等等一等等。像什么都唔知呢，那看到伫我家咧，马紧，就是就是安一家的弄生，嘿，叫做迄个有难同见者有当。份。来自万分。我是讲，华语有一句共犯结构，大家拢扫袂离，大家拢扫袂，哇！大家拢有做。紧买落去，当坐落去，安尼较有伴啦。嘛是，话感觉咧讲诶，等下。哎呀，下骹继续开 party 啊！好啦继续分叫啦，分。嘛对啦。我姐，安安的倒边是桑桑，哇！嘛是对啦，无毋对啦，是安尼讲无什么桑毋对啦。桑？什么啥物物桑桑？件桑桑？毋知，人个无招啊，无要桑，无要桑。无要招，无要招。要招会使，毋过毋是要去送安尼。诶，实在。你叫伊会使，什么赛？不对，使伫咧马桶体啦，使。使。有影啊！哦，无代志。还是袂通好有一个啥物目标，咱来创一寡啥？好，咱即马来决定一个，有啥物较趣味的代志通做无？我即马有蓝色的花啊，还嘿，有黄色的花啊，我会当换我的面床的色。诶，啊好诶，啊，袂当直接，袂当直接袂使直接，袂使直接换，雕塑无你爱甲你的迄条面层跳落来。哦啊，你着伫年少这段时间挑诶，你怎啊无？哦，无我是想讲，原来哦，年后随坑倒转就好啊。我叫是我会当甲蓝色甲黄色的色料用做伙，结果袂使呢，敢袂使？袂使呢。你是要我想要做一个青色、绿色的。嘿？啊，安尼我爱找迄个仙人草。敢袂使？敢袂使安尼呢？我头拄仔用是袂使我等的，你啊，我倒。那呢？你是讲两个色吗？两个色我想要用做伙，我要小看者。你是要哎呦，我想要绿色蓝做的，伙还是对，蓝做有伙。两个色？要做青色的。那就无法啊，你换一个看觅，我内底有。哎呦，哎哟，好。安尼连连的刚好，啥物连连的？我会看者，无就是爱仙人草。我会看觅者，也是讲石头啊，敢会使？哦，我毋知。是。你毋是哪色？哎，就不得别，这莫过来呀啦！我来。
奇怪，咱遮敢是无关？啊，那是我，那是我咯。对，那是你。我动情动义，我陪你。我拢去转来，卖呢。不要紧，我口气嘛是连面的转来。好，哎呀，哎，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来。你面前有关，互你做生气哦，做菜哦。嗯，笑你唔敢，来啦。共款呢，那呢？啊，就好啊，走去啊。我哇，凉气，不要紧，小拄会着啦。直接拍啥？哦，阿三讲绿色敢若有迄个仙人草才有，好不要紧。我就先用蓝色，或者我这个色嘛是差不多啦。啊，毋过我会熟了。啊，毋过咱附近应该山啊真多，应该真紧就找着啊。嘿，小拄会，毋是，毋是安尼讲诶。毋是安尼。啊，摕毋着。要摕啥？无，我要摕迄个蓝色色料，摕做石头去。我遮有。你遮有，好。我遮先互你，来，请用。感恩。真是无法度安尼做出来嘛是真奇妙呢。对啊，这笑咱摕伊无法。嘿啊，耶！我无就山啊真多，毋是山啊，毋是山啊。山啊！但山啊是毋是嘛有一句？我袂记得。有啊。哦。I don't care, your mother, your father, you outside, I don't care. 我来拢记遮有诶无诶。对啊，宝贵诶头壳就是应该摕来刮有路用诶物件，不用讲这。我想讲你创啊。这，毋过这鸡要安互伊大汉，我想者。大汉哦，爱蛋哦，不要。啊肥啊！注虾，我都肥，注虾有影。我都肥饲囡仔呀。确定呢。我看者阿优拍，这是山做，歹势咯，我是我无啥会晓读，我爱开车仔时间来读者。紧。山，我真正袂晓读罗马字。我来找一个。若是听有要安怎发音，我就知影，迄什么意思啊？我教育部较袂晓看呢。教育部诶，你是拢看白话字吼？啊，我拢白话字较常咧用。哦。我一开始是骑奥多摆去小 A 着，通好用。有路用？什么有路用？山影还是啥？山影。我骑奥多摆去 A 着要用啥？要用啥？我说用心去体会，无我毋知。我用。好。即摆你讲啥？用心去体会奥多摆的疼。哎，要迄即颗阿花。草煎民生。即我到底是讲啥物咧？我不知。来看。用八达。用咧，无迄个字呢。哦，八达。我找台语嘛看，伊嘛无即个字。八达呢？
巴达，要用倒一款巴达，用食的巴达，还是用磅的巴达？嘿啊，讲有种是讲的讲球的，会使招人来做球安尼。我头拄在创啊，我说袂记。老啊，我其实嘛毋知我咧创啥。嘿，咱老人会这正常。哎呀，老人会已经头壳已经成老去啊。有人啊，头拄在要创啊咧，我说袂记。毋是要找迄种森林哦，迄嘛是，也毋过头拄仔有别项代志，我煞袂记要创啊。毋是讲要互鸡较大汉的，哦，要其他注射。较大汉诶。爱蛋啊，只爱鸡爱蛋啊，系啊，用蛋诶就好啦。嘿啊，为着食着好食的鸡吧，敢袂当较有耐心诶。我大使把所有物你件，咱全部拢摕去做基金，不用子，拢总爱做基金。啊，会讲会着。啊，别就不对，别对，我怕，等下。哎切！二姐，哎，别，我想我小姐无去。伊你嘛咧生，太遮济啊！嘿，啊，伊你嘛咧生瓦鲁兰，有啊，我 Apex 甲网络拢有蒙者。咱什么时阵要带阿辉来生交？我完全袂晓诶。我嘛袂，我嘛袂晓。我嘛袂晓。你个袂晓你，安尼敢对啊？安尼是对啊，毋对啊？对啊，我细间安尼袂生，无要互伊生，爱互伊大汉尔。毋过我爱看阿辉要安创。我袂创呢。啊，不，我嘛毋知安怎较好啊。人。你要变蜘蛛人啊？无，你看我手头线。哎哟，有命诶红线哦！哎呦，哎哟，哎呦，手那有没有讲过是？我逐工拢学白讲话啊，在实在吼。将喙搁较平，拳头母较悬好，我连起来，是我袂赴。哦，老话久无食台语声调，无怪看无。哦，我想到有一个笑话是讲，英文内底26个字，倒一个字较准时？ F，嘿，无问题哦，F。救人哦！水啦，一个好笑，等下，好笑，好笑！我上爱这款的，水啦！水啦。我嘛有一个足久无讲诶，嘿，请。嘿，会困吗？无，嘿，叫做啥？叫做我是会困，有一个人，无讲出来。有一个人，伊看到一个粪坑，伊就看到迄粪坑，伊就问讲：有人伫无？啊，内底就甲应讲有，啊，伊就互火车弄死啊！你砸着？讲个砸着实在迄真两三是砸着无代志。啊了解。老会久无食台语，有呢，大多机方有拍音调出来呢，毋过毋知是安怎是。我奈安尼说。这个我实在是无袂做到诶。手指高脚，我无听过全部呢，我只会晓迄个详情迄段吼。歌调尔。爱人，亲像风在头，亲像尖针的在尾。位，我只会晓到遮尔。已经足厉害啊！你毋是咧唱对对对哦？上无，毋是，对，对个，对，佫无共啊。高叫，手机高照，无拜啊。系啊，
你鸟你伫咧爱呢，我伊猫啊就腰巴插把腰，无咱想要边仔去食，感觉熟诶。猫啊，就是安尼。嘿，伊就较够爱，无法度。即只是狗啊，食。对。高水吼，啊，我看到，食，即只是狗啊。但较狗啊，大颗甲猫啊，放做伙。我看伊袂相伫家拍。嘿，出去叫，诶，这也放不出去，啥物？有些放不出去，安那？我要看不出去。哦。有人讲爱换猫砂，毋知影台湾猫砂安怎讲？猫砂啊，敢会安尼？我嘛毋知，我毋捌想过即个问题。敢毋是直接讲猫砂还是猫砂还是刷啊就好啊？猫仔变数啊，啥？变刷爱换刷，应该是讲刷就会使吼。哦，嘛对吼，迄啲就是山啊嘛。系啊，那个加一只无共款诶，迄是狗啊，倒位？倒位？狗，一只狗啊，这即只狗啊，对，我即马当你看即只是狗啊。我知吧？你都无礼貌诶。啥无礼貌，我也要无礼你貌。只着。咱舅妈讲，那生只歹。那安尼讲话，安尼是敢对啊？够直接的是，哎呦，那会变气。变伊。老岁风食去，敢无我当作你讲老话变去。淹掉。无诶，即只鸟无淹掉，无法度淹掉啦，哎呦，淹掉要真做无法度淹啥？掉啦，真恐怖呢。应该袂生？会啊，会哦。会啦，敢若饲鱼仔就会生，要毋过无法度淹掉。反正后摆会有啊。后摆有，后摆更新咱就是爱动物仔生细只的动物仔，那爱淹掉，敢袂讲拍算起来是安那？毋过猫仔个生嘛，袂当创啥吼。哎对，鸟仔会使啊去，会使互迄 creeper 袂来。开皮走较远诶，等下哦，毋知影是啥物原外口有理。歹人，都有歹人。墙边有啊，我睇掉啊，哦，睇安尼。哦，水，哦，哦啥？哦，耶！是谁住在深海的大风里？虽然无讲海面包，哈，哒。啊，你无看过？有啦。我是讲。啊，甲我原底想的无共。啊，走出来！啊！刷去，莫插你。要紧来出来耍哦！耍较欢喜诶，小等恁就是暗顿啊哦。毋过安尼，伤细只无去啊。哎呀，无得食啊。我还就加白啊，毋过鸡排高一撮尔，食无对，食无规喙都无啊。哎呀，实际都无伊。哦，有人食啊。饱拢平食诶，佫较有吧？哎呀，我毋捌食过鸟啊呢。我有食过斑甲，哦，放假斑甲好食呢。好食啊。无啥物，就无啥物吧。嘿，无啥物吧，毋过高嘛是高一撮。水鸡嘛无啥物肉，啊，毋过嘛足好食诶。这个肉是真油，真好食。对啊。哦。你要帮我看一个对面的披萨宾馆加水鸡。啊，我有看到，规只诶，在惊到。水鸡赞。等下哦，哥布林披萨。
食恐怖呢？啊，剩最后一只那会无迄对，哎呦，你这是什么咧？怪哦？哦，你搁咧看鸟啊？哦无，无，鸡啊，囝，你哦，你还当甲看倒转去啊？迄支 short 的安尼，我想讲，后还尾走，没入去无要紧。哦，你看这表示头下骹拄仔困下骹有迄个。有下骹有连咪，你会使换波咧。我那这个谁？看者，这个谁控油哦？红呀！哇塞！哦，这较凶。有影呢，这还看起来不就控油？有影是控药呢。真正是呢。我哇！看者，你要么会使即较济摕来数，安尼袂过敏哟。可能听啊真像呢。即批足顺呢。对啊，我就去看卡球，刚刚我看者看红到去我要开始找无。有音调，即届还有即届音调有出来啊，即嘛 OK，嘿，无毋对。我看者，你我托里嘛是托里，是啊，毋过即马佫细只，所以讲食无呀。自从暗暝水鸡真恐怖，咱自从讲水鸡恐怖，我是摕来食足恐怖，还是生做足恐怖？嗯，我是无其实感觉你的拄啊是也是菜单顶管无写迄是最鸡根本你袂惊迄啥物，你共款报。嘿，嘿，系啊，你知影伊是啥物料，都毋敢食。佢食起来就甲鸡肉做相似。你知影伊是啥物料，伊就有一个形伫遐。我叫人讲，若恐怖食掉就好啊。哇，控药控好未？还未？诶，好好啊哎，。鸡啊咧，今日鸡啊哦伫，对，诶，哎，我偷偷看到，啊，这是康吉啊，出来啊，嘿，小心，不要紧这只不要紧做出来，呃，卖叮当，哦，哎呀，真好，真好。咱讲哦，有啊，拢对啊，好，哦，我无图。呀好，我图真济，你现在照出来啊？系啊，哎，甲伊插倒转，好有啊，安尼，哎，落，落哦，等类啊啊，有啊，撇，今仔日风镜头，你讲这个单位啊？头家面臭臭，啊，要紧啊，放因做。是要好，有一只大，大汉啊，会使抬啊。好，来，睇条，诶，哦，诶，食几摆？食几摆咯，台语个拄好是等，嘿对单类，无对，雕工诶，敢是？有条工诶，应该是有设计过诶，是看者。哇，这两只有够烦的。好，稍去放因自由。大汉才抬。披萨爱加盐水啊，盐水加盐水披萨我未食过呢。哦，想要要安尼。你会当买披萨了，顶面放盐水，毋过即摆盐水盐水披萨真贵呢，贵啊！哦，即摆盐水还搁咧贵。贵，超诶自助餐，那就贵嘛。迄小遐有一碗用盐水调诶嘿，酱料，我拢会起来叫饭。哇，因今仔日盐水加有够济，我迄天时啊学诶，我揽去饭了，我较注意者讲，我迄天时啊全部用盐水。哇哦，所以盐水比饭搁较济。嘿，迄我是会使啦，我是无讲介讨厌盐水。盐水人是顶悬是看肉，我是顶悬看盐水。感觉嘛真好食呢。啊，即摆俗啊，食诶哦，我是啊，即摆是葱啊，还搁咧贵款，哦葱啊加盐水，上海一直拢咧葱一定用嘿啊。伊无较贵，拉价。进前一百通40箍啊，即摆一百拢爱60箍啊，还有70诶，我实在，想要食葱啊，拢买无。
有人讲你安尼是你盐水当做沙拉咧食，讲 camper 啦，因为米加当呢，嗯，自从最近有做盐水披萨，哎哟，听起来袂歹哦。太大家拢熬煮无盐水食，会使换长啊，我食个会惊。哦，都位牛咧烤，牛，敢毋是牛奥多拜？哦，我阮觉得遮呢，应该是阮遮，阮遮头脑是足大声的，足夭寿的，敢毋是奥多拜？而且是大声，我叫是收袂着呢，我头一摆迄厝内声收，互麦克收着，那是底下饼哦。着，人家大声甲要死。因为哎呦，上一节炸无代志，无弹，代志，一两三四惊你无代志。这是在拍球呢，这是在拍球，爆炸的输啊！拍球啊，可以做球啊！哇，刺激，这袂歹。水啦。哦，你要做菜，汉堡甲是牛肉做的哈。无肠会使换韭菜，菜哦，韭菜，迄个无内面啥佫，无共啊。系啊，嗯无啥共。共同的所在就是有个人做讨厌呢。若是讲肠啊换酸啊，应该是会使，毋过迄味嘛无啥共。嘿啊，无讲。虽然讲我拢食，也毋过，即回是我还袂买过酸啊咧，就是我来等来吹面。阮兜有咧食，毋过是掺乌鱼子做伙食，所以讲平常时也无咧食。哦，好食，乌鱼子，系啊，乌鱼子甲迄个啥，甲酸啊，那是加蒜糖，那个加甲来啊，菜头，菜头有，菜头有啊，别位有，棒豆拢是安尼。嘿，棒豆拢安尼做，嘛是有空来啊，佮苹果拢有，来啊嘛有，嘿，来啊着。迄代替菜头放来啊，也是放苹果拢有。箱仔边啊，冰去着趣味啊！咱这冰伊无代志，咱有小调整过，所以讲物件袂放无伊。无想要算遐刺激。好野人无啊，迄过年时啊，才有通食尔，平常时啊无咧食。你互我来啊！创啥？迄毋是酷来啊，是普通的来啊，水来啊。汉堡会使讲做胖想知啊？烤哦，这嘛好厉害。烤好，因为迄是头拄仔志峰讲的是肉排，毋是餐胖迄种。我伫下骹我买一点钟啊咧。哦，遮济。哇，遐济着。哦，63好。我摕着啥？互你啊。我才有啊。咱顶届超人的箱仔就有迄皮做的啊。啊，还有被超人的物件。无啊，迄是伫咧迄啥，就是会生骨头的迄边啊。哈？就是生骨头。有一个真角会生骨头的迄。哦，是伫遐。嘿，伫遐的箱仔我看到的啊。我计是你甲阿辉共款。哈，安那你是？迄无共，迄是你超人装啊头内底箱仔，我毋是。我较无品。安尼感安尼讲诶？无毋对，就是安尼。无咱平常时现实生活做一个好人，嘛无得到啥物。大麦听到大势。我毋是我讲诶，毋是我讲诶，我毋是伊讲诶，毋是我讲诶。毋是我推，我是不过诶。对，拢阿辉，哎，哎，拢阿辉甲歹囡仔大势。对不对啊？
原来如鸟。对，这要创啥？我知影你学着足侪石头，毋过石头互我买，我要等互你看。你嘛毋知啊？系啊，安巴甲拢好食，是无分遐油，确实是安尼。迄里到底是人铁针啊，铁砧。我嘛毋知。我上尾要学到的是针，想要学着，所以敢有咧改得着。砧板。哦，阮遐阁有奥多拜啊，恁敢有听着？有呢，靠腰，你去甲学啥术啊？啦？所以甲人讲，对啊，我现较在较慢的啦。起来较紧是要这是足经典的，大家拢知。啊，会只是武器秀，我是毋知。是啊是啊，哦，咱今目小无伫咧，无伫咧位，好豆豆来。什么渣仔麦刀太什么回？阮遮有人讲，阮遮有人讲应该是铁针，啊，毋过念砧较爽，系啊，就是惯势啊，没关系啊，无想要改啊。两个惯势啊，讲出来无问题，我是爱靠站杂的哦。毋免啦，爱控制哦，我爱讲我想讲莫要粗鲁着啊。哎呦，平常时人已经够粗鲁啊，那你放上爱互写探听一下。啊，安尼看起来毋就是干那我一个人无水准尔？我感觉你讲诶，我是毋知啦。我你手听无好，你咱自从讲 YouTube 听无，所以讲较粗鲁无要紧。哦，有理哦，欺负人听无？安尼我着后摆我着直接测出来。哦，有影吼，我来甲你监督。爱干到创哎，恁敢要有听着？啊？有啊，那坐着，有病哦，应该是同一个人啦。真有病，头去弄着你。要袂弄着有声。啥物件？我遐奥多拜啦，有笑诶。就钢一台，毋知是毋是钢一台伫遐舞，对啊，有病呢。在。毋过阮遐附近有一个大概病801应该是。我他妈你讲的，我是会记者。系啊，来，去直接point咯。阮附近有病院啊，病院头前足侪人介意伫咧驾车诶。我想讲因啥啦？想讲遐拄啊好有病院，无甲交管者啊，会歹势。较紧啊！哦，会记保护好无问题，因为我手头高一粒有毒的801。你这要食无？有毒诶嘛是讲当食。要互你食诶。我存一滴血，哎，我食，迄有道理当食，你食讲啊？我直接来食，啊，好食无？我直接无伊，会袂呢？袂啊，你会存一滴血啊？啊，你搁挑一个，你怪着骹，你就存半滴安尼。对啊对啊，好，我来一个，无够悬，你有穿。无够悬，等下。嘿，嘿嘿，啊水，安尼都无毒啊，解毒，水啦。无病无痛，就是安尼。好，安尼好。对无对？对吼。毋是足欠血，迄人弄会拄好摕来斗诶，欠倒一位补倒一位。啊，这讲欠闹多闹对吧？你讲啥欠闹我啊？我是别人。等咧，小紧你小紧，然后我来讲算咧。那是我讲手机吗？无毋是，咱若会讲咧伤紧啊，然后想讲，人若欠啥，遐骑奥多摆摕起来斗啦。哦，欠血就小摕一寡伊诶血来斗，啊，若欠肝、欠腰子诶，迄弄诶应该是通来。就甲车共款啦。零件是会当互相。
倒位欠啥，就位伊身躯顶摕，应该是无要紧啦。哦，所以讲欠脑无脑就是摕脑来补就对啊，啊。毋过因的毋过因的脑敢袂脑安尼，当用，嘿啊，刚好，无因因敢有。为伫咧批车的人头脑拢，好讲啥？我讲啥？ Q 啦，有成咧，你是专门咧学遮的，我上高学遮有诶无诶，袂歹袂歹袂歹，讲出来我会惊，我都还袂发。那有食歹诶，什物食感觉歹？是欠咖啡啊，嘛是呢，哇，我伊是欠咖啡，欠啉咖啡还是？我咧是，我是毋知，佫有一只牛呢。哎，对有牛，牛伫倒牛伫我面头前，小等我者，我手头哎，我啊，毋过你摕伫你一伫，不了远的所在，佫小等我者，我想讲迄边敢有啥物仙人草，还是有啥物较好耍物件无？阿慧煮下会使煮咖啡，对啊会使你敢会想？我欠货的时阵，只煮咖啡落，我就会哇，安尼敢袂伤刺激？刺激毋遮好，我煮辣体哦，这应该是做了伤济才安尼讲哦，做了伤济啊哦。妈啦妈啦妈啦，你要控制哦，危险哦。爱爱记得加糖加牛奶，对啊，爱去加糖加牛奶。无你若体就就是牛奶较济啊。诶，之前毋是有迄个有一条歌，或者啥物两杯辣体，你敢有听过？哇，无无，无呢？迄个或者 summer 唱诶，迄个莫去查，请伤好听。诶，我请开始要两杯表演。辣体。咱甲你敢知？你敢知？咱甲想法拢搬起来二楼了。哦，诶好，总算知影二楼会当创啥？对啊，啊，菜得咧，菜啥物？菜得咧，无啊，伊想法咱会当下得咧。对的啊，哦，好来哦，那个我负责破坏哦一个，诶，莫一摆听者，哦吼哦哦你的设备会崩。哦哦对呢，哦，会变去。电脑无够力，会变伊哦，会烧起来哦，会发抖哦。啊哦，会来啊！猫，然后佫牵一只牛转来啊。啊这边那分类，细汉偷牵牛，我无偷牵，伊是对我转来的，伊是甘愿的，伊是自愿的，绝对无偷这件代志，绝对无这件代志。细汉偷牵牛，大汉偷挽牛。毋是颠倒兵，敢毋是颠倒兵？细汉头弯，细汉偷挽布，大汉才偷牵牛啊！细汉就偷牵牛，安尼真够呢？系啊，是不是呢？嘛是安尼真呢？厉害啦！细汉就会使偷牵牛，安尼嘛真够呢。有影。二楼头家无开冷气呢？头头家咱敢有冷气？斗一个冷气啊，冷气要安怎做？毋知。我来，来发挥创意。我嘛毋知影敢有成。诶，我甲起来拢下伫门口诶想法。好，门口。恁即马敢有人有用遮有用无？嘿，安若那？有用着，我牛牵过来啊，想要家己放做堆，毋过即马敢若淡薄仔无法度顾。斗三工啊！嘿对，落力感谢。诶，我来装冷气。好，只开一空就好啊，我搁甲因声过来，边仔开一空就会使呀。好，来，冷气。安尼敢有？好啊，你去边啊？无要紧，无要紧，我入去无要紧。
因拢过来就坑到对就好。诶，我想我用想做诶，我想讲，跳向啊，袂使，等，我等下哦，我想一个办法，应该真紧就好。你遐敢有图？就是讲，图我有。等，你个倒来，翕起，等下哦，哎，跳向哦。好，安尼就使啊。哦，我来。好，稍等我一下。是。好，水，安尼就好。哦，成功。啊有爱着较惨死。还袂死，大汉才会刣。即马不遐大汉的啊。等心情好的时阵，哦，即马山上啊，我来装冷气。然后伊个互人食了，那安尼恁敢爱加一个粪扫伫咧楼的头前？我是袂要紧，对啊，因为我知影讲恁是最近 YouTube 无介意多红的，互食去，才加粪扫落来。细汉头牵牛，若大汉就规间厝都搬了，嘿对。哦，安尼怎用的呢？安尼六头真大呢。对啊，应该是安尼无毋对。好，咱即摆有冷气啊，毋知影敢有成。我看一下，我来上一个。好，来上一个，来安尼加一来会使呢？白白，那试落就会凉啊。诶，安尼会使，你感觉会使？好，咱即摆有冷气。即嘛，我感是咧感受。煮一个乌派乌派的后包围，讲有哦，我是毋知。乌派，而且你这牛会当菜，然后好啊，死价的，然后嘿啊，四只所以毋免去对外口看啊。嘿啊，我是拄看到来，该收倒转来，看者。咱是后尾放啥物款物件？我头拄仔无注意到。应该就是头想啊，敢加是？想啊，拢想刷起啊。哦，好，好，有较歹乌歹，啥物？乌歹？看迄个乌白讲话啊，啥物？伊哩日本话敢毋是真练长？咁迄，就是迄啦。我是讲啥？你想讲？我想讲牛尔，我还袂想到遐去，实在。救人哦！恁头脑哪会动遐紧张啊？跟我无关系哦，我负责解说我毋知啊，尔。你知影毋知？遐紧，我唔知哦。我是真正啥物拢毋知哦，我是有讲诶，我讲也袂哦。救人，真正有影，拢伫咧教歹囝大细，真刺激。大家拢爱刺激的。大家拢爱即味的哦。哎呀，具体啥物味咱嘛毋知影。哎哟，哈？若要分啊？你哪会佫甲想啊规个讲掉安尼？你歹啊敢有味通去？无味。好，是啊真好。我看一下，我先凊彩下哦。凊彩我先凊彩下者。哦，凊彩下者好。现在各会当经历。啥物油哥？我会倒款下骹物件。好，我尽量分类者。哦。石头。嘿。哦，水。吼。
哈哈哈啊！哈，哈！叫人我错起来，拍谁？我虽然讲是挑杆，不过我想要讲你惊到。哦，你是雕工诶，我就想我是挑杆，不过我想着去讲。我想着安尼惊着。哎呀，我无细字的。哈！哦，啊，有诶老诶，搁有食去。哇！安怎才袂食？你着拍一个粪扫是垃圾。啊，笨手，嘿，对，我来试看觅。那华语堂知道，拍手比笨手，推门机。哦，无问题。到你要再出去我看。我有听到伊好呢。嘛会使就是安尼。拍笨手车啦，我之前拢是伫咧北台拢是拍笨手车，哦，袂歹，你算是真有礼貌诶。因为迄当时拄好嘛是有实在有公司实在上楼哦，无落楼啊。奇怪，最近佫开始伫咧食，安尼家就会使啊。安尼，若是恁要直接拍粪扫出来，我是袂要紧。我嘛袂要紧。嘿，我罗里罗罗诶罗嗦秋，啥物？后摆是啥物意思？让我看一下。冇，粪扫车好势看，好势试看觅。哦，有安尼就有安尼就有安尼就有。哦有哦。甲你分享。诶，咱诶，嘿，无你先讲。无我是讲咱 YouTube 拢较爱人老粪扫话诶款，所以哦。直接爱拍一个粪扫，才会互看到。伊想要看着迄个啥？小妹小拍。上爱看到嘿，大家因着上爱看即两字。等我一下，奇怪。哦，你遐有日本朋友有哦，已经有好无问题。嘿，对，我小等者。台湾话本，台湾话本袂先。嘿，我煞看无啥物意思。歹势，我实在真正是无读册，我通讲家己无读册。啥物个？台湾话本说袂生啥物意思？袂啥物袂生。かきさんおはよう。今日はね、前からやっています。でもね、今日は単語で喋ります。あ？楽器。那是啥？我嘛是使啊，是哦。我是使要一档啊，嘿，一档啊。我袂晓日本话，我无得参与。不要紧。我足惊诶，讲唔对。也要讲国语啦。伊会晓讲华语，嘛真够，嘛会用华语拍字。哦。嘿，真厉害。もしどこかわからない場合があれば、でも単語わかります？大丈夫でしょうか？単語全くわかりません。しまったね。全部わからない。あらまあ。じゃあ、今度、単語を勉強しましょう。単語をね、日本語が喋れば、うまく喋りますよ。喋りになります。那大家拢无要讲话。
我真认真咧听，啊，毋过我听无啥。日本語真正話せません。我是讲大拢无讲话，可能我怪怪。无，私は日本啊，就真少听你讲话。加一个，加一个，加一私个。は日本語敢若使。对，我講哎，我袂注意，你爱注意。加一个。我袂晓讲日本话，要安怎讲？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哦，私は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对，安尼对安尼就会使啊。ください。教えてください。いいよ、今度で。教科書もありますので、教科書は日本売ってるのかわかんない。安尼想起來，早期想要問過我，はい。叫我教伊台語。哎呦，哦，無咱即馬時來啊，敢水有可能？水話個台語教室。哎呀，咱挑戰者，看迄個啥物10分鐘會當教日本人偌濟台語安尼，敢有可能？会使啊。ね、ガキさん、今、挨拶の言葉を教えましょうか。耶！どうリーチョエンタ字がちょっとず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でも発音がわか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什麼意思？我日本日本、对，是你讲的是我我唔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日本話真好，多謝俺がガンダムだ。什麼意思？就是漫画内で大数吼。嗯。对。俺はガンダムだ。你好はジャパン。对吧？これが知ってるなら大丈夫そう。已經有很多台灣人了。これいける。もし挨拶ならなんだっけ、ジャパボエとかリホもいける。そしてなんだっけ。那个啥？因為昨仔咧同阮朋友討論講，其實同款的詞，伊用台語啊，你主持是用日本話，所以講，马先讲，聽起來嘛，做成日語。对，因为两款的发音真是。哦。迄個主持攏用。尤其是呢是上港的。嘿，台灣人話講呢。係啊。啊，毋過下都袂使。下都袂使，下伫日本人内底聽到是講是要冤家是。這無禮貌誒。ね。ねは共通の語尾になります。日本語是要黑白講話來啊！我遮無咧當人黑白講話，我是袂要緊啊。我嘛是替伊無法啊。你啊，咱是已經伫咧黑白講話，所以講無差。無差。看我啥？自從安尼袂使哦，我是毋是，雖然講通黑白講話。伊講的是迄個啦，大尾 VTuber 啦。真誒。對無？應該是啦。救人。哎。啊。哦。你有在叫小我生氣？好，你先笑者，佮有安尼。みんなみんなよく言ってるある。你写考。ちょっとね、これはちょっと喧嘩するになりますよ。你写考。大家個人大家要教攏是先教這種誒。これはね、意味にとしてはね、何言ってんのみたいな感じで、でもちょっと、乱暴の言い方。無啦，我是甲講這較粗魯誒。唔是，我是講落地啦。啊，你是講落地啦。有個啲，有個咧黑白教。大概攏是黑白講話です。
我看还是。你看我袂讲话第四档，拢都在讲话。你要不要加第四档？救啦！袂使讲诶啊，袂使讲诶，你来讲吼。我袂讲话です啊，日本话无啥调，上尾啊是新诶调嘛是安尼。なくありませんよ。変を新を変を一番があれでは、あれ泣いてる時慰める言葉ではありません。違いますよ。違いますよ。違うよ。これは一共是讲写考是甲问讲要甲安慰还是啥？不是。那要安慰应该違いますよ。この言葉はね、何言ってんの？安尼啦。咁樣呢？我若要讲安慰，我会讲你是安怎？你是哪会咧流目屎？若講你寫考是較無禮貌字。口氣嘅問題，口氣嘅問題。敢是安尼講？毋過你安尼會當互伊為做上升嘅狀態，變做做受氣嘅狀態。對啊，啊，同無伊行出來啊。哈？那原本可能伫考，可能會甲你開始甲你搏啊。對啊，啊，伊是毋是就無迄個？哦，艱苦誒。袂偷幫伊即個精你剛神嗰啲。剛講會受氣爾。係啊，我咧幫伊行出來。迄是毋是摕來安慰人誒？毋是咧要來安慰人誒。是咧靠では慰める言葉ではありませんよ。ちょっと使ったらやば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よ。安慰是不准考，不准考，你是講強誒？不准考嘛是？敢有算？不准考。不准考是我細漢時同下佢阿講嘅啦。對啊，賣考可能有較好。賣考甲不准考是我細漢時會互阮厝內底人安尼吵啦。哦。我嘛是。啊，還有較歹是。閣考。若是較歹着，無是較衰呢。哦，對。閣考。我實在我頂回細漢時有行。我細漢時有安尼錯過一屆，我實在驚着。我實在。你要個學起來不准考。我想講，勉強になりました。有較好啦。不准考。不准考。ね、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ね。不准考の意味では、You better not。那是我人應該就神的給我。泣くなみたいな。叫你講，叫你賣考呢。對。不准考では意味は、泣くなっていう命令みたいな感じで。這哪是霸道總裁的安慰方式？你確定？你介這種的哦？我是無法度。托尼亞告訴我，不准考就要不會。無霸道總裁安慰人的方式，就是先互你2000萬，叫你莫考，安尼毋才對，安尼毋才對。你人總裁攏是用錢共踢嘴啊！係啊。啊，無就是互你冷凍處，我叫你莫考呢。是互一個跑車，還是啥物食好料的？對啊。我感覺這較無啥物路用呢。伊若要用5百萬踢我的喙吼，無啦，要踢倒位攏會使。小蛋子。哈？小蛋子。我懂。安尼咁。無啥對呢？你是要踢打？我會考折啦。好。我是講我有做儕考折，要踢倒一個攏會使。好，你莫緊張。我是驚到呢。啊，原來是考折啊。泣くなって感じ。そう。不准考は泣くなって感じで。不准考，不准食飯，不准出門，攏是替。掛書。想對我好無呢？我是互壓呢。啥意思？
用爱啊，就是用别的啊。哦，不是我就是不是这种还我不是第三下，海产，大点，这边赛，所以他讲啥我无听到，你啥物事？啥物事？你去讲一摆。无我无讲你，讲一摆。你讲啥？我唔敢讲，我唔敢讲。咱这边都敢会互变掉。我会惊，我是惊啦。是对，我会毋过毋是惊讲互变调，是惊讲两米啊！我都看到明仔载一头，也是安那的。哇，你惊伊找你去拍拳上诶？嘿，对，惊去拍拳啦！哦，就是就是砰砰，莫讲，帮我开放上，我无应该继续学伊的。你嘛知啊？我当然嘛知啊。其他两位敢有听出来是啥物人？我假做听无，敢袂使？袂使，那安尼就是听无。听无，他有可能听有。对，莫听会上好。无代志。对。最近伊嘛真清啦，无法度。哇！嘛做无你说讲最近伊嘛，我想最近伊无啦，嘛，不是。嘿，我头拄仔嘛咧想，到底是即摆是咧讲日本话，还是咧讲台湾话？清啊，咱毋是讲真红真清，什物清？毋是着清就对啊啦。哦，我无听着。我明仔载，我明仔载老胖伊，大家应该知影着出啥物代志啊。嘿，马大家爱甲伊放伫心肝内，爱会记有这个人。冰淇淋はアイスクリーム、そう本当に美味しい、そうアイスクリーム大好き。啊，这个天气啊，我做久无食冰了。我一年四季拢会使食啊。嘛对啦。哎呀，一年四季拢会食，尤其是伫火锅店啊，是汉堡店，然后坑免钱食冰ice cream 哦，对，食甲变去。食甲变去，食甲变白。哎呀，或者你后尾有一只 creeper 等下。哦，夭寿哦，哎，变去。啊，讲那三只。哎呀，哈哈，到底什么物件？奇怪，那电动是现在是我啊！我搁剩半滴血呢，那是你。啥啦？难呢？我替你担啦，不要紧啦。难呢？我替你动来，所以我都做死掉。无法度。我刚介食榴莲口味的 ice cream，我其实无食过，毋过啊，毋过我介食，第三项，那就毋过我介食榴莲糖啊，哦，就吵诶。即臭诶，我是糖啊会使，毋过伊诶，嘿啊，榴莲啊，伊那榴莲就水果我是还未食过，迄不要紧啦，迄食滴啊，啥物？你是讲你毋捌食过榴莲本人哦？我未食过诶，有毋过真细汉是。哦，你是讲你真细汉还是榴细莲汉的真细汉？时阵，因讲要摕你冷冻，较袂遐吵。对，哦阮阿嬷嘛是冷冻难怪的，是吵诶。可能看个人啦，大家通接受的味无共。我嘛是毋捌食过。ドリアンのはうまい。ガキさん、ドリアンのアイスクリーム好きなの？すごい。哦，对。那竹葱介意榴莲。哦。OK，大家拢，咱遮，咱遮的观众拢真介意榴莲的。志宏这讲了好，细汉食榴莲，大汉袂榴莲。哎哟，这水。袂歹啊哦，
哦，卖乌肉子，我看一下，甲伊起锅口味的票，起锅口味敢是薄荷的，薄荷我是上介食啦，要毋过你讲起锅味，啥物？什么意思？咱今捌讲啥？你讲会拍下唱，我拍开唱，好，不要紧。好きです、臭いですけど甘い。ああ、じゃあ、ガキさんは、臭豆腐でも大丈夫でしょうか好臭豆腐啊。啊，人讲榴莲虽然讲臭，毋过真甜。伊迄摆来高雄，我袂记带伊去食臭豆假呢？啥物？今捌讲啥？有淡薄我仔听无？讲臭豆腐最好食。哎呀，臭豆腐。哎臭豆腐好き。哦，伊介意呢。伊介意呢腐，带伊食。いいね、いいね。四方土也榴莲，哇哦，原来恁是讲讲的尔，无啥介意榴莲，好我知影。我是讲介意榴莲的虫啊尔啦。大家话送的尔，无要紧，我嘛是定定咧话送。我怕卡球了，我很想用本啊，哇，真厉害！拍一个卡球变是啊声，哇，我想用本啊。是安怎我睇囡仔？迄公司囡仔会共拍呢，我迄无算歹着。人类啦，不要紧啦。嘿啊，迄我歹着，我是为着我家己的安全，抑个咱遮人的安全。就是什正当么防卫。螺蛳粉 Motoski，哎。哦，迄个好多。そうですね。最近、ガキさんのツイートではよく出てきますよね。ロス粉のこと。あ、我来中毒。臭豆腐豆花，臭豆腐豆花是啥？哦，臭豆腐豆花，臭豆腐豆花这个比较无看过。甜一点的。啊，我唔知呢，无看过。叫老妖婆呢？老妖婆。怪不啦，怪不啦。是啦是啦，我有看到，我豆豆有看到。再多一条。有啊，有一个老めっちゃ妖好き。婆。また食べたことないね。螺蛳粉。なら。我来倒跑，我来倒跑。哇，你啉药水补家己哦。哦，哎是啊，是啊，是啊，那你做完吗？所以多。伊会变无看吗？咧拍个当作恁咧拍 boss。第二个会使牵药水尔，搁走真紧安尼。无啥物路用。嘿，毋过食歹，嘿，那会输互囡仔，迄我无多，因为食紧搁拍袂着。この言葉を台湾語で一回言ってくれます？どの言葉？どの言葉なの？最近頑張って練習してますけど、うまく言えません。どれ？役に立てれば、試します。人伊讲即马当咧练习讲一个话，抑毋过毋知有正确无，所以请我讲一摆看卖。哦，好，这个在狗龟狗，哎，パパイヤミルクなの？頭家我要5杯大杯5杯。有影困难呢。他在狗龟狗龟狗龟。哎，我要我嘛听过。好，请。头家我要5杯大杯木龟牛奶，安尼敢有对？有，耶！吧唧吧唧。耶！我直接惊伊头前甲比过呢。哦，你较巧，直接比一个5杯大5杯5杯牛奶，安尼。我伫外口，我伫外口要点物件，我袂讲话。你袂讲话啊？你惊互人认出来？你想过出名啊？我会讲。你会你敢对？我搁来試一擺，もう一度試します。頭家我要5杯大杯木龜牛奶，水但無想慢呢。啊？敢有规定愛緊？我想講試看賣，敢會使偌緊？根本個一擺，无，這是迄個哦，這是樂器哦。啵。这是平瑞水内面。
哦，你看有人在搞啊，東聞いても同じ、確かに発音はだいたい同じですけど、哎呦，哦，我记是無代志、creeper。無代志、一邊伊，不過無代志我擋掉啊。哦，ね、我看一下。5倍は5つ、そして大倍はね、大きめの、大盛り大きめの、ボコエグリーンはパパイヤミルク。発音は本当に似ていますので、発音本当に難しい。很加困難。念起來攏差不多同款。頭家我要愛5杯大杯無雞牛奶，我日式聽講恁大人大人攏無紅包，攏無紅包。那有这些球拍店吗？诶，咱叫顺叔来啦，咱叫 Discord 内底顺叔好无？啊那要念啥？啊，有恁還是阿 U 诶，你講咱講咱咱管管，南港展覽館？阿 U 這是伊你遐有留一個嘛是台語誒，這是用台語要安怎讀？無我先試看覓。嘿，請。紅紅紅火紅火紅紅火火紅紅，咁是安尼。紅，你剛有嘅款，咁有對。應該是紅紅火火對。紅紅，咁是最後咁是紅紅。紅火和紅紅哦。嘿，咁是安尼。我毋知，我無確定。我冇啥確定。紅這有困難咧。球拍店咩？係啊，咧。哦，是紅紅哦。紅哦，是紅哦。哦。紅我頭先你是大概你再來即擺大家都聖誕老人。何これ全部同じじゃん。風防ぐ、雨防ぐ、何のコート、そして法で、早口言葉。我看一下，那呢，我來試看賣好啊。你嘛要來好，我小讀者。哎，對。好好節。紅。哎呦，袂歹。應該是有對啦。有啦。紅，無，這個袂使，這個聽無。最後變個安尼。想去叫紅王啊，紅王是 Pokemon 啦。哦 ，Pokemon 有紅王。是念做紅王，就是 Pokemon 內底。哦，有一隻呢。內底神啊。哦，神啊，係啊。近前有人講做紅王講火焰鳥是講一隻，佢就為了巴瑞。因出的時間無共。哦，而且色水嘛無共，而且名嘛無共，兩個攏是火參，有火參杯的款，應該是攏共款。紅紅。若無用喙舌，我就會念較緊。無用喙只要因是杯，我攏會當用我的鼻孔腔甲伊點落來。鼻孔腔，我知，鼻孔腔就出來時陣會講鼻孔安尼。哦。哇！確實是安尼。大家有認識真好啊，係啊，真趣味呢。趣味。攏是yakitori免分遮伊。yakitori 是杭椒吧？唔是雞哦，杭雞啊。雖然講攏有啦，毋過即馬確實是我知，不啦，確
确实是加目较济。还有迄个拍，玻璃就是家的意思。哎，对对对对对对，是毋是还有迄个拍麻将若无我来，够，嘛拢无我做你够，讲鱼，是毋是嘛？好做？好做啥？但系无拍一本麻将，意思是讲，那像着你拢无够无赢，你无够无你赢你就是规个 game 算了，你拢无够，你就做yakitori。这我毋知呢，哦，无听过。我是要听到呢。因为进前我伫大学的时阵有真侪人咧算，嘿，我看每年去读大学个嘛，同学讲会算这。好啊。我是有，毋过无听过呢。哦，我嘛毋知影敢对。嗯。なんとかピカチュっぽい。そう、ピカチュのこと言っていますよ。ピカチュのことですよ。来当新人咧。でもね、意味は、台湾語の意味では、鼻の穴がかゆいこと。还是伊个焼き鳥是咧讲火焰鸟？火焰鸟啊，系啊，对啊，應該是啊無啦，紅王啊是，頭拄起講紅王甲火焰鳥兩隻攏是焼き鳥裡面分遐油啊，拢是火的嘛，拢着火的。攏是着火的鳥啊。我看者，皮康酒愛安怎較好？皮康酒烏皮康啊，酒都學你看酒就烏啊，烏咧就爽快啊。，seize the moment，及時行樂，好無？Oh my god！ 伊是这我不知道。 take the moment， Dig the moment， 对。 Just dig it。Yes， 哦，較大啦咧，卖我甲老皮会就好啦。哎呦，爱我甲乒乓恰恰，干咩遐大坑？慢啦，慢点啦，他妈毋是吊工诶，电动坑。哇，你这电动较无礼貌。你袂看我的台，袂要緊，我無遐清。我嘛无遐强，诶，我嘛无遐有可能会看你的台，你爱确定。我无遐好康代志。什么我啥物都唔知。我常常听你讲。我聽阿輝講爾，我啥物都毋知。诶，我嘛個聽阿輝講，我就是阿輝。你伫啥？啥物葡太學？無啦，毋是葡，毋是。啥破啥物？有所看無？講什麼破大學？破大啥物？什麼送的我的啊？你講嘛真歹呢。啊，記啦。無夠愛拼聽，無會方法。诶，台灣的麻將我毋捌拍過。誒，是哦，攏無拍過。诶，因為阮大學是導遊社，啊，因較愛拍日本的，啊，因較無咧算台灣的。我是攏會曉啦。哦，我想要去 cosplay 寫呢。啥物啥物？食，我想要去 cosplay 寫。你要去？會使啊。好算啊，雖然我毋捌算過，啊，毋過是因阮的為算。 cosplay 写是阮入去間學校的前一檔，啦，沒，對啊，我是2023年的時陣入去的，啊，2023年的，迄陣就無對我好無，對我好受了啊，哇，哇，你講你迄個真可惜。社團都無去啊？哎呀，你原地要去啊？我原地咧想，哦，哎呦，袂歹，袂歹呢。我毋捌 cosplay 過呢。我穿過假爾，無哇，無裝過。我是足久無裝啊。哦，我感覺穿棍，啊，毋過迄毋是 cosplay 的。我穿過。做涼的呢？誒，對，真涼，迄會較寒的。對啊，哦，迄穿得真舒適，哎呀，有影舒適。
嘿，无我寒天穿的，所以我搁穿迄玻璃鞋啊。哇，哇！哇，遐刺激！而且你知影，你穿玻璃鞋啊，你都有看免要紧讲你迄个腿的迄个腿毛敢有按摩敢有用好清气？因为我高生腿毛，所以啊，你嘛我这个较会要紧。门刮，啊，对，要是爱啦，毋过就是会较小无明小刮显。一下就好，对啊。哦，有人讲要橡皮脑，无可能。哎，好吧。上无爱豆食你个。无啦，卖，豆我嘛用买用买，卖哦。那像でもこうで単語で読み方多いじゃありません。香りでは台湾語と台湾普通の中国語的には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ね。もし香港なら香港っていう感じ香で、港吧？香港。有那种香港吗？那种旁杠。系啊，香甲香那个香，毋过之前看是看人讲香港会叫香港是因为内底香，哦，是真正有咧卖香啊。出香出较济，所以叫做香港。哦。我之前看到是安尼啦，现在是较少嘛？即马拢无啊，即马应该是无咧出香啦，所以讲。不是有咧拍烧哩？对，阿慧你后壁，哦，没有，要紧，我搁换过来。我靠着阿慧倒伫我面头前，袂要紧。安尼啦，是安啦，我随着转来，你是咧？我想讲叫无收安你排，到底是咧哭是咧笑？我听袂，我分袂出来。半笑半哭，哦，实在是。真好， nice 真好咧，哦，实在。买啦，若真豆粒盖，我也袂囥相片哦。我看有人要找伊个卡，哇！要是会当倒啦，毋过真正袂有相片吼。你会当来地球看我的卡，对啊，所以讲，跳呢，有呢，你有打呢，我小气 Campbell 的吧。卡嘛会使啊。系啊，对，但系去甲交关者好无？系啊，大家拢会使去看一下。我对可能是咧考啊，咧笑咧考拢有啊。好啦，免伤心啦，我若到1000点，我才来想看卖敢有机会好无？我原底想讲我无要氪要这呢，欢喜着，我原底想讲我无要氪这呢。是 Twitch 还是 YouTube？ YouTube，哦，最起码1000点我我较要紧 YouTube，所以我是讲 YouTube 的。哦吼，是哦，知无哦。咧最起码1000点我较可能最前面哦，一千应该，是电话呢，毋是发落呢，系啊，毋是发落是电话迄，那一千电话，伊 Twitch 会趁诚济呢。啊，もし、ガキさん、もし、香港を行きたいなら、香港です。香港もし、も啊し何かいい顔、先講。真啊就对啊，真头，怎啊？咱那边应该是要袂做怎啊出来。无啦，我是整个头，整个头有插会，时间都是会小等哦。无等了。去香港買食我来金賞。こう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けど、読み方全部違う。そう、全部違うよ。もし単語なら、去香港買了足香的金蕉。呢，
バナナでは漢字の部分は香りバナナですけど、台湾語では銀杏っていう感じで、ちょっと名前が違うです。所以就特别去怎头哟？我对伊去即马人，好，应该知影位吼，知影，吹吹掉，吹有找着就好。啊，佮看卖，敢会使佮牵一只鸟，还是顶回看到的马，敢会使炸转来无？啊，我无炸鱼，你是拢死了啊？无啊，啥物有，哦，所以呢，因为内底人咧困，人拢去困啊。人就是爱困的呢。系啊，金蕉，内面敢有白干树？啥物皮刚姜？皮刚蕉，再来这，现在有皮康酱，啥物？咩酱啊？愈讲愈奇怪。都甲树，你讲屁股？啊，甲树无呢，古马尔，古无马，抑佫有啥？我说袂记。我看这边个插一支架，就都甲树。咱无讲，咱来炒红菜头好啊。你哋嘛真少少。炒红菜头应该嘛会使呀。銀杏なるほど、そう、バナナの台湾語は銀杏です。韓国宣布改样，真系假？我来看下。这大我看概下新闻。遐毋对对，我来看下。韩国吗哎？呀，南航那边吗？啊，我你要来陪我掠春饼吗？要掠迄创啊？要掠来改样，我无看见呢。伊有呢，北边的天龙民国咱来用船甲掠。是讲伊早是放顺。President declare emergency martial law。真51分钟进前呢。South 60 Korea's 分钟 president 呢？啥物件？ declares emergency martial law. President Yoon said he will rebuild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through the martial law. 哎呦，哈，代志大条哦！啥物件？南韩讲戒严吗？戒严啊，就是开始咧限制大家行动，抑个大家爱准备来，应该是可能爱管制大家生活，不过毋知是要安怎创。要无半点钟？本当だ、記事あります。あ、記事ありますの。へえ。一分钟讲这像诶，等下我来小想一下，到底是啥物代志？我讲伊起笑呢。啥？应该毋是起笑的款。我跟他我讲，我有跟加。看下。哦，伊是想要讲要甲较我北边的人甲处理掉安尼。啊好诶，你写听无啥着？啊好，你会写淡薄仔听袂着。我吗？嘿，对，我你搁讲一摆，头拄讲诶拢无听着。我讲看到一只沙灰猫咪走过。哦，迄阿慧啊，对，伊对我，迄阿慧看呢。那波水呢？对啊，即摆伊你带我来看鸟。顶回应该是爱有两只，搁一只朴色诶，毋过走无伊。坐伫眠床顶，敢是？我头拄仔想有看者。无搁有一只，应该就伫可能伫路有看着啊。头拄叫袂着阿慧，我来叫着伫啊。bon 好，无代志。毋过我走离遐足远啊。好，无要紧。我看者。
当时手卡面我继续讲，我袂使再继续讲，处理掉。你要看春你袂记去吗？应该是有，但是大条甲雄雄毋知要讲啥货，嘿啊，这我嘛是，嘿啊，我是真正去惊着。毋过伊是讲戒严来处理掉较我北边的人，安尼敢会想讲，无效呢。但无啊，食力呢，若是要安尼创，千万毋通这时阵受着边仔单爱哟，我会惊呢。强姆，主创这派是啥？虽然讲我即摆当咧学韩国话，毋过哇，你要学几？ K啊，敢是戒严的韩国话哦，有啊？对呢 ，K 啊，对呢，是呢。K 我发现应该是有对啦。灵魂之灵，多谢哈，毋是安尼，多谢安尼，毋是安尼。哦，实在啊，若是要读迄字，应该是读做应该是安尼啦。多谢大家。头拄仔个伫认真的话，认真的话题，结果只要说走进去，哎哟，塞！换一下心情咧。哎呀，大家嘛真好呢。可能大家拢是台湾人，较够知影要安怎换心情。日子嘛是爱过啊，无要安怎？哎呀，欢喜一天，痛苦一天，安尼拢总是一两天。天嘛是过一天。咁安尼？计是你是讲这？对对。啊，这边安怎？我要甲因掠起来啊，先甲关起来。先甲关起来。要送来阮兜票。无要使咱兜爱做远。哦，无你要送去倒？我要甲因交易。哦，好。心情爱美丽，2工做1工用，2工做1工用，安尼敢？找到来意思呢？我是讲，毋是人的代志，互2工去做。我想讲，大家毋是讲1工做1工动2工做。想过拢是咧赶物件的时阵，就是卖困。之前咧做工课的时阵，拢是1工做2工用啊，我拢爱拖到最后一工做的啊，速度较紧。迄嘛是安尼啦，毋过心肝头会真无爽快呢。哎，真刺激啊！哎呀，伤刺激啦！上尾1工才来看。我当伫最后1点钟做我8工来爱做的代志。会好呢，做会好呢。哇！你效率嘛真好呢。啊，你等于是趁着7工呢？对啊，所以头前迄7工做拢无效率啊。你安尼讲，嘛是算有理啦。哎呀，有理安尼对。虽然我有当时嘛是，毋是有当时，我较侪时阵拢是嘛是拖到最后1工才来创的。而且做代志，佮像人咧结婚搬厝共款，佮伊看日子诶。我一定爱拣一个较好诶时辰来做代志，安尼较轻松啊，较做会落。咱通常若一个代志拖到超过迄个整点诶时阵，就会想要拖到后无想要一做啊！对。佮拖1点钟好啊啦。佮1点钟后，我等下后一个较水诶数字才来做代志。无问题。啊，无袂瘾做。有影。恁敢有想要起一个啥物较特别的物件？
要去我嘛不知娱乐区，娱乐区哦，娱乐娱乐区啊，区啊，咱杭州嘛，真济应该有机会来好啊做一个，较刺激的是啊，咱嘛有诶，迄个是啥物件？啥物件？拖车是要安怎做？啥物倒一个啥物物件？拖车爱我用拄迄个，五个铁我故事迄个行动迄个是啥？土是行动，都我位啥物？是说零，铁人啊哦，啊，铁人，迄是会斗拍迄个怪物的，嘿，伊是铁啦吼。哦，嘿对，那该拍落会摕到遮侪铁，啊，毋过伊会讨压力。哎，会去，嘿，对，我来啊，你伫倒位？我学咯，啊，你帮我刷过迄边。我负责铁啦，啊，这边都哇，遐要拔落，讨厌。有选项呢，要毋过我看一下，有啊，是你我身躯学咯，还是顶水我，学咯？要就学来扛来扛去扛去扛啊！安尼放屎埋拖刷，放屎埋拖刷，袂啦，那不到伫听就爱放啊。铁人はね、鉄人っていうこと。日本のマイクラではゴーレムですよね。台湾、中国語では、鉄のゴーレムですけど、铁巨人っていう鉄の巨人哦，で应漢字で。该毋是讲古人，啊，我叫是讲古人ゴーレム对啊，什么什么路呢？自己是ゴーレム。啊，啊，ゴーレム是迄个外国的迄种有魔法的世界内底用叮当诶，会叮当的土做的人，哦，有规定爱涂才好做古人嘛。讲是会用迄种土也是用矿物，哦，就是讲石头啊，还是金属，还是其他，毋是吧？毋是人做的物件来，会使叮当的，就会使应该就会使讲果林。嗯，所以像什么宫崎骏的，就是宫崎骏的，就是算是那先甲因围起来，嘿，迄嘛是无因果林，会去哦。迄嘛是果林。哎，你鸟啊，哦，我娘啊好，对我来。鉄人カラオケティーラン、そう。鉄のカラオケは T。人なら人。モーションも会使。手機啊，什么？手機啊，绕落去着大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欢喜就好，そう、欢喜就好の意味は、好きならやればいい。好きならいい。なんだっけ。とにかく好きなことをやればいいっていう感じで。5杯、酸椒无5杯，淡薄仔可惜，高2粒敢是尔。五杯？今日高出2粒，我个转去看。真被搞骗。救人哦！哇，这嘛真久啊呢！人已经过时啊呢。过用偌久啊？是啊。哎，歹势，歹势。什么？无，我甲伊无默契。この曲とても好き。どの曲なの？你帮我看伊内面迄个地啊，无啊，あります。啊啦，地无啊？真无啊，敢有落去？有啊。放晒算手机啊，已经够无啊？买头伊伫船内底迄就大奖。你够无啊？我是无落落去，无落落去。安尼毋是这个。欢喜就好。歌いますのすごい。你帮我看对面这只。嘿，你讲爱看啥？
哦，这这边只，迄只，你帮我甲看咧，看啊，看着我它，继续来画掉，乌炭，看掉，看掉，看住它，哦，它有变吗？什么意思？你讲伊个选项哦，哎呀，伊是肉、鸡诶肉甲猪肉的款，看拢无变，有改过呢，哦，即马当咧舞迄迄传种传面的代面，志啊。哦，好，我了解。有一个是戆的，有一个是，啥物有一个是戆的？我问伊买物，伊甲我害头，哦，伊是戆的。两个呢？我毋知，我毋知伊是戆啊，是还是笑的？笑诶。全くわかりませんけど、ピンあったら歌います。すごいな。すごい。即马我的骹敢有咧着，我的骹敢有咧着，有咧着啥？我是无代志。有钱的是戆的，所以讲我都交换的就是有钱啊，个戆的，敢咩呢？哦，应该要差一点，还是因为伊无介意我，有可能无介意我。哈，青衫介甚是戆的，敢咩呢？我两名来倒转来看者。可能爱查就一下。想要来去内底乌看觅，讲佫有选招无？毋过内底歹名诚济呢。哈，伊敢真是无介意我，嗯，真係就是我头摕因的物。お金持ちはおバカっていうこと。村人ね、マイクラの村人は多分我想金持ちのやつはおバカみたいな感じ。取引はできないみたい。这是头啊，有錢呢。哈！歹勢。今摆拢会惊着呢。你会当去我迄空看觅咧，做一个空，即马足精彩。什么空？同钿的迄空，我学伫旧厝楼骹。我即马咧学白空。你敢先补回无等你跳起。我来，我毋知影咯。我会惊，我嘛惊。哈哈，有个毋知影咯。是迄是啥物件？那是嘛是石头，毋过会使染色。这当然毋是，伊毋是选种。毋是，毋过我会记你应该嘛会使甲村民换物件迄款。哪像会使？有人会收，嘿。哎哟，我看下。原来火机是互人鄙视啊！紧啊，我已经惯死啊啦。耶，然后见到是啊。拢安尼啊，拢安尼，人拢安尼啊。不要紧啊，命就是臭贱啦。丢卡无呢？我无丢卡，我即马真平静呢。我伫咧电筒内底有较慢，我毋知呢，敢安尼？但是讲我拍遮个怪物会较慢。哎哟，哎哟，你看过无较慢吧？我嘛毋知呢。毋过我一空规日好空，所以讲，无代志。我想要来学者。等等。这什么歌？哪像嘛做老诶？啊？这我是在做我，我好，袂记，毋知。
卖插我，卖插我。这个是几首英文歌？对啊，对啊。哎呀，哒哒哒哦，哒对，这哒个是哒哒哒。哦，baby 哦，baby baby 哦 baby。哦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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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对对对对。如果伊讲哦，哦哦，还是哦迄是别条互我哦哎，拄做伙。是啊是啊，对对对，有啊，伊上头前有啦，哦我说袂记。哦哦哦，我说袂记。噔噔，对对对对对，我即马说看到啊，市风哎，市风啊，拍字讲，倒一啊，惠你敢少年是困人的某，伊才无含你交我物件，我哪有啦啊？是讲那遐凶，哦，这个 game 佫会使安尼哦。我哪有卖啦困人的卖啦某？卖啦咦，我明明就困人的翁。等下，等下，困人敢无袂使，等下安尼袂使，卖黑白裤啊，卡水互抓着，无啦无啦，我困人的鸟啊啦。那像嘛无较好呢。啊，啊，哈，啊煞，不受控制，有人哦。我感觉你黑白讲话真有一工互掠去。嘿，会哦。会吼。哎呦，我讲的西洋枪18吨，后1杯瓦力，干嘛呢？慢慢呢，哦，有人会使做证，莫后白讲。安尼有倒一条歌是少年的，啥物？倒春一条歌？风少年歌，毋是讲啥物不阿是夸面哦，春风少年兄。嘿啊哒哒哒哒哒哒。红光啦，伊是红光少年哦兄，不是红光啦春风啦。春风是911啦。对。要望春风，ガキさん、この曲まで知ってんのすごい。比是古我刚才红光少跳年兄十个音，啊？啥物？给我比跳十个，古刚才跳十个音呀，不要紧啊，我嘛是听这句嘛会使呀。啊，你毋是学日本话？你伫学校毋是爱学？啊，不会讲 A 啊，要咧学，要咧学。你敢对？安尼敢好？会晓就免学啊。听啊，这是一个问す题啊，ごい。哇，伊知影数几红诶？哎呀，すご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那无弹，那拢无弹。弹敢会是拢烧掉伊，还是做伙啊？哦，做伙啊。哼，哈啊，对。哈哈，哈，好，会使会使。我来下骹找恁，拖遮久才来。我已经走起来啊。等诶，遮久拢无来。担当的啊，那遐久拢无来，哎哟，咱这小姐我想你呢，哎哟，那会拢无来交关节，这我上会晓啊。咱即团有咧耍诶，拢毋是小姐呢。我要耍鸟啊，我无要耍小姐。内行诶。喂，好佳哉。对哦。讲迄做刺激诶空是倒有诶想要对位？你敢毋知通也毋通？すごい。哦，应该是哎呦读四季红吼。四季红啊！嘿我头拄讲毋对，我讲四季红讲毋对去。靠腰，所以安娜怎样？袂记赶快甲因放出啊，你甲啥？哇顺便啊好。多一项，多一项，敢也有8项，肉有轮笑，目睭干。
いいね。今までしてるなんてすごい。看会使做探，会使做soda无？袂使哦，迄无共哦，无共物哦。肉本笑，目睭公。上后尾一句我袂晓。情歌对唱，风中月圆呢？对，诶，嘛是呢。哎呦，伊算情是几样歌。？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叫啥？啥物？哦，有物件哦。诶，你即摆伫倒看咱进无绿宝石，哦，咱这应该是，咱来较过来趁钱。古我厝顶回应该是有2、3粒还是6粒？哦，这有5粒啊，对啊，古厝5粒，这真正有5粒样。有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伊是咧换附魔书的。我记得有一寡村民会使换对，好少，我才拄仔就是咧，咱摕迄个摕饭去甲要换。试出来安尼。啥叫毋捌话你，毋捌含你来分离。我才拄仔就是来试看觅敢试出来，啊，你要生啥？生两个？试哦，洗啊，说，伊个商品。好。嘿，你若有需要啥，才甲我讲。需要我点去嘛，会使甲我讲。咱这想法会遐济物件啊？因为咱做好起来啊。咁样呢？哈，敢毋咱那个是较搞恶尔。恁猪仔拢无咧饲啊？对啊，歹势啦。嗯，等下，咱有迄是个讲，还袂被用着。真足欠猪吧？好，欠我来猪吧我来，哦，阮想讲，咱即马食菜就会使。爱卖互爱袂互全面的。哦，要卖哦，好，无问题。等下，图书馆的管理员敢是姓毛？毛 OK， 什么意思？对有红菜头，会使结婚来唱，还是会使？我毋知，我看者。敢是姓毛？什么意思？对啊，什么意思？无啥了解。猪仔食猪菜，毋过即马猪菜拢是人伫咧食。的。对啊，猪菜是啥？恁敢有爱食猪菜番薯番薯叶啊？啊，因为以前拢猪仔咧食，啊人无咧食。伊迄早迄纤维较粗，所以讲拢互猪仔食去。我捌听讲，嘿，食番薯的番薯，甲食菜的番薯是无共。对，无无共，无共，对对，无共款，迄无共天食番薯叶仔的番薯真细条。有人问讲恁当时结婚诶，咱请伊利甲 Campbell，恁当时无呢？我啥物时阵结婚，我也毋知。我毋知朱聪咧问啊，无呢？无，恁当时结婚无呢？无这样代志的。哎哟，莫我别讲，敢袂使食菜毛？为虾米要说毛？图书馆的管理员哪会说毛？要结婚嘛是恁两个结婚，那会安尼？我这哈年会结婚，恁会要我过。哈，哈，啥意思？你讲什要么？无？你讲阮年会？我这个年会袂当结婚嘛？无啊，不管啥物年纪拢会使，年纪拢会使结婚啊。啊，结婚了后就毋管18岁无就若结婚也袂满20岁呢。无啊，那是双方结婚爸母同意，双方若有同意，18岁以下嘛会使结婚。啊，结婚了后，伊的权利就甲20岁人相共安尼。无毋对。哦，嘿，哦，你知影这要创啥？啥物？无啦，你哪会遮知影？因为进前我有读册。哦，我哦，我无读册就对。我读册。无啦，是安尼。哦，莫甲我牵，我仲咧找生汉字好诶汉字。你有看？哦，我咧找啊，
主创讲白色的，我毋知是倒一款，我进前是看讲较细条还是，我毋袂记。呀，結婚していませんよ。まだ結婚してない。有見過，主創有見過，厲害。透早起床，忽然放結婚，用就結婚啊，就會使啥？欠胖，欠胖，欠胖，欠。惊放互鬼惊着。惊放哦，晓兄哦，毋是啊，对啊，袂使。莫遐想要生囝啦，安尼啊。生囝做麻烦的呢。系啊，搁要饲，佮要饲，佮要教呢，你袂当生了都无教。系啊。毋通安尼啦。惊放，互鬼惊着。什么意思？惊放，互鬼惊着。我听讲恁大人，过来，拢红包。你看有卡车呢？我讲我知影卡达车，卡达。洋菜头是倒一个敢若一个啊？啊？我即摆当咧种，敢若一个我甲种落啊。伫即个角，对，即个角内底，伊是红菜头，还未生，我头拄才种落，種落無5分鐘。まだです。子供欲しくない。我無讀冊，歹勢。阿弟的歌，恁敢有聽過？我無，歹勢，我無讀冊。我无读册，這個我無看過。阮遮有读册，敢若1、2年。我無讀冊，我數學真爛。哦，你個會我嘛曉數學？敢若要数學呢。你敢會曉數學？哇，你會曉數學？會曉數學？哇，你較高，我無度。我數學是讀冊讀了攏無過。我數學數1數2的，數到算到3就袂曉。對我也是。數學我真正袂曉。哦，救人哦！我數學4排1呢。啊？4排第1名。哇！靠，波嘛。台灣學校的數學都無。啊，真假？哦，你講的哦。真誒啊！迄題目偌簡單呢。啊，真假？題目。國中無考過一擺呢。結果電下期阮期中空，安怎講期末啊？期末啊，期末。期末攏考一擺。哎呦，你等啊啦，你等。厲害啦，有影搞。係啊，伊那遐古水呢，那會無愛，我就無自信通家教好啊。古水就看別人的啊。係啊，若要古水看別人就好啊。別人的較好耍，毋免試，毋免教，毋免教死。啊，佫免負責任。嘿，對啊，毋免顧頭顧尾，顧伊放屎放尿，攏毋免。係啊。甲迄個甲項目共款，攏是別人較好。對，別人的英文較好。伊那攏是一個小，毋是安尼講的，我毋是安尼講的。嘿，我毋是安尼講的，你放佇心肝內就好，千萬毋通講出來。注意大漢無路用。啥物大漢無路？我啊？哈？迄時我嘛是。我嘛是。無你還未大漢。哦。你上少年。準備啊。準備啊。會記，你通豆豆準備。準備無路用啊。咁安尼講的。你講的哦，毋是我講的哦。知啦。嗰啥？我要來種紅菜頭啊。好，豆豆種。種紅菜頭才有前途。咁安尼？吐出來。我知，我無細隻抾着，吐出來。較歹着。
我看一下，还有啥未摕？你是毋是7点人？无无，一个尔，一个尔，诶，真诶，无伊，我遮搁一个呢。歹势，因到底是歹咧势比倒一出？ ，Sorry，是密码线。敢有听过即条歌？无，不要紧，真正是无。迄是迄个台语囡仔歌，哦，足够水的哦。好一摆听着。毋过咱像还袂放伫我听过会 YouTube。吧，嗯，我听过会吧，你有听过啊？会吧，会吧什物歌接？因为我听会吧讲讲只鸡大人哦，会吧，歌接鸡，歌接鸡，鸡鸡，也是加接鸡啊，来加接鸡啊，靠呀！毋过有个人讲鸡气咧，是安怎？哎呀，迄迄是是用迄法的是袂晓款。互看气啊？喂，迄机器是机器，哦啊，啥物鸡是啥物鸡安尼？会哪里机啦？会哪里去？是，虽然去。无啦，就是好 Q 哦用法的款啦，就是用法的甲读的方法无啥相共。嗯，大汉前有一摆，毋是啊，无啦，毋是讲，毋是安尼讲的。伊世界甲咱若像无啥共。敢若无事啦。迄毋是一般人类哦，系啊，迄是高级人类哦。已经到无共的无共的程度啊。看是，我头拄要创，我条形实在拢会袂记我到底要创。不要紧啊，有会咱的。爱情分票，诶，回去要不爱情分。歹势，有会啊。哦，哦，甲咱结结咱结咱哦，结受烫壳啦。安尼哦，但是我歹势我无呢。结到哪只？ Pokemon 嘛袂退壳啊。敢袂？毋是有一只会先变做一个，是变做壳，要毋过，应该毋过伊嘛是进化看卖的哦。咧。哎呀嘛是直接无壳去啊。恁两个讲阮今你老家讲日是卖，几时号？到卡来啊！毋知呢，也毋知。伊哩，喂，你来看即马老家，啊，闹这了。我今日学甲现在我哦。对啊，今日几时号还袂决定，不要紧，小等去看觅。我今日有困，我今日较有精神，今日较有精神好。哦，电脑是我因为我顶礼拜较9点就终于困啊。对啊，顶回真紧就去困。嘿，咱今晚头拄仔嘛有小困者，应该是还够有精神。吼，可能困无饱，困无饱哇！困无饱来哦，帮你较早去困，还帮你较早去困啊！这是迄个啥？做新人的心乐。哦，真看呢，真够恶呢，哇，遐这有够看到。大诶，比我的野心搁较大。较大，嘿，有够大诶，有够大诶，真够恶。哎呀，啊，这是要你敢若会使铺铁路啊，搁囥拖车来洗呢哦，应该真好耍。会使，我上爱那是铁添加条了。对，若是地下铁车对着，添加哎，会使停遮坐台车，哎呀，真看呢。俺遮足紧就会当去个啊，哦，是啊，啊，伤紧啊啦哟，小呢。当然像牛皮啊，啊，毋过爱衫裤拢脱掉，才会使好，落去内底收，那无安尼较卫生。拍算去，无拍算去。我叫是，我嘛收收。已经外烧啊，已经烧到会使消毒呢，有影呢，有影听呢。袂那烧啊。哇，
对无？会当迄个，会当个落喙安尼。哎呀，诶，拢咱是不拖拖的，是上来做附魔台？哦，有啊，材料应该拢有。会拢有，咱嘛有选招。嘿，啊，我去学黑曜石。好啊，好，宝可梦的世界设定，宝应该有可梦拢 AI 是在合食。成表，无呢，可能爱用来对。错起来在底下，靠腰，啊啦，你对着啥？有人搞写，哦，错起来。我会记，我会记，我会记。会基本记下。汤食，嘿，配基合我会记本汤食。。等，我来。哎，宝可有梦的赢无？萝卜有赢就去饭是啥物？死死的。那宝可梦的萝卜饭就是，是啊多一只宝可梦泡书，就摕做萝卜饭，哎，我甲你讲安怎做？笃笃的、糯糯的。我看一下，大家拢爱较大的，对嘛是的。来，我甲你解说，你看我伫你后壁，最先期待，这是迄个应该是使，这是迄个黑无曜上石，啥伤水嘿啊，这选石，啊，这是切，嘿啊，毋是这，顶头较顶头舒适是切，嗯，好，啊，我无尖喙骨啦，小大姐，不要袂使囤，不要，靠腰嘞！啊，我记毋着，那个，我无聊那个，啊，你躺着你骹，恁人即摆是咧倒位？啊，我看着，找袂着人先找命。哎，有影，哎哟，这窟啊！哎哟，等下我下面滑落去。哎哟，啊，好，因拢咧甲你看呢，啥我？受欢迎咧，恭喜啊！安尼好，恁做代志，啊，我来招因来耍。哎哟，前面还排队哦，哎，等下，那遐这着四只，前面还排队啊，听无啊？啊，手摸到，你敢有买票？啊，完了，嗨啊！哎呀，嗨，这无伊，不要紧，伊随赶转来。拍输的福斯基班那做萝卜饭，哇，遐香！这哇，应该是要做水鸡吧？这个好食。哎，因为握这个无手食。，我都握手嘛要买票哦，无票袂使握手哦。呀，你讲阿斗，啊，无啦，嘛拢有啊。哦，啊，都之前其他公司迄嘛是偌久哦，嘿啊，就是握手是干那手尔。伫咧房间，嗯，你嘛真厉害呢。啥物号做？买票伫咧凊彩摸，无这样代志。搁想者，咱嘛搁想者是爱照规，矩，咱嘛是爱照规矩来诶。哎，爱照规矩来，搁想者。无凊彩摸诶，无遐空。哎，若要凊彩摸，可能爱，迄买票无够，嘿对，可能爱出较济。无别加啦。嘿，爱照规矩若要来。若要凊彩摸，就人就会开始讲，头家继续爱加钱哦。哎呀，哇，你那会听起来足有经验嘛？我拢是看电视学诶。哦，原来是安尼。我叫是讲讨谈无轻松啊。无啦，毋是，哎，我恁敢有用过我地下室？哇，会使啊。我咧先等，这就一个这个假的天堂，假电动，就是甲做一个假囥做伙。听起来淡薄仔恐怖。要紧，我毋是假。好，好，哼，你讲好就好，嘿，好。照规矩。这鸟仔嘛身高矮呢，对啊，甲一般的鸟仔共款。一般鸟仔那不太的原料，敢有，因为阮兜的鸟仔足够矮。我想讲阮旧厝的鸟仔无讲
伊国巴肚枵的时阵才会爱尔，个性嘛无共啊，嘿啊嘛是吼，阮兜会哎，搞诶，应该袂就是塞奶就一直爱啊，懵，嘿啊，你该收头收我搞嘛是爱。嘿啊嘿嘿，对，就爱人说爱人看的是伫好巴肚枵呢。嘿，我哪会知影遮有？我拢看电视。你领导讲会对，娘安啊，电视拢有播，有啊，电视拢有啊。耶，我来地下室，好，等下我先听一下无小无无弟物件。无，啊，新厝的地下室，新厝诶，哦，新厝诶地下室啊，我看袂着顶悬，等下哦，爬起来看。无掩会爱甲食假，因为敢有即种代志？我毋是种代志，因为就算讲有严重，嘛是会爱呢。我敢有听人讲是盐条会较袂好放招啦，先太生，新鲜，刚的鸟啊改啊，嘿，鸟缸嘛，鸟缸才会，哦，原来我毋知，阮兜敢若无诶，干嘛拢无诶？安尼嘛会使啦。哦，恁兜鸟是无诶啊？因生鸟囝嘛是无诶，哈，哇哦，哇，遮厉害，啊拄好，对啊，嘿啊！而且我已经惯势，就是因为阮兜猫仔叫的时阵，我拢会甲应，所以我即摆听着麦克风的猫仔，我就做想要甲猫倒转去，应该让做楼梯，做啥物？楼梯你爱啥物款的？一个迄款，装伫壁顶悬迄款。鸡啊，伫壁顶悬的，你敢买伊？啥物马椅？买伊，哦，马椅啊！迄敢买伊，还是迄款的啊？是买伊的，迄款的，迄款敢会使叫买伊？我无我较见，找找，我拢叫楼梯啦，我是嘛有听阮厝因为楼内讲楼梯有诚济梯，款，有的人会想着迄个 stairs，系啊，我是想讲 ladder，嘿伊 ladder，讲 escalator， ，escalator 迄是插电的，对吧？迄是电梯，电扶梯。那用刷的是啥物推，还是我是讲知影买伊尔呢？我直接来做啊，推来啊，推来互你啊！做啊嘛，来来来，哦，我来啊！我想讲等互你，电梯呀，总无看过迄款这部，我看了较奇怪歹势，哎，我看物件拢是奇怪物件。猫欠推，欠推敢是安尼？ ，A 人爬厝顶，敢是安尼？敢是安尼？爱困啊！认真听食啦，先甲大家讲好面，等下毋知几时身躯就失电。好，哎呦暗暗，我休困。若听袂到，好通去休困袂要紧，对，身体同要紧。嘿，无问题哦。好，我嘛差不多要无电啊。对哦，对啊，啊，毋过恁若想要继续耍，你会使继续耍啊。无不要紧啊，你若要休困，咱就做伙来休。好，休，做伙来休。安尼休。我忘了，我知，俺甲这你声真正听起来伫咧无，真正伫咧无电啊听。听，你讲哦，阿好呢？嘿啊，无啦，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忘了。我感觉除了手机啊，无共啊。你本好嘛，想要无电安尼？应该迄张图嘛爱学着，头埋学掉。哇，哦，哇，做伙休困，困做伙毋是困做伙，做伙来休困，毋是困做伙，困做伙伤刺激啊！
是敢会，一般感情做伙嘛是会当困做伙啊。无我袂讲诶，对，好好听听起来要无电啊。嘿啊，好啊，看着查着莫个学啊，尽管是恁的名称。是我知。啊，你敢有够大？咱这咱甲父母才系一角吧，哦，好，一只，去好啊你。所以叫做爱欢喜就好。附近爱有迄个册图啊，嘿，对，册图册图啊。咱甘蔗嘛，已经生了不哩济啊。哦，会使做鸡卵糕啊。对，嘛会使。咱嘛有鸡卵啊。很晒哦。有哦，鸡卵足济哦。系啊。鸡卵啊，个需要牛奶。牛奶咱嘛有牛，嘿，会使。要爱啥都有啥。啊，不要嘛，嘿啊，通嘛通做，无，迄食无米粉，啊，你无烘đồ啊？免烘炉啊，免烘。直接倒倒就出来啊。嘿，真的哦卖问，是安只能怎？讲淡薄仔麻烦。袂啦，我真欢喜来做。好，我想看下，咱个手机啊有电会困袂去呢？哈，干嘛呢？就一直爬手机啊。嘛是啦，我嘛是会安尼。对啊，无烘炉用电话，有影会使。嘿，对，有用吹鸡卵糕。嘛袂歹。其实若像有一寡鸡卵糕，就是真正是完全免吹，就是伊可能就是免吹。嘿，就是伊可能是用迄个饼，甲迄个饼讲互伊变哦做油诶，顶面佫铺迄个像慕斯迄种诶，迄种免吹嘛免还有烘。冰，迄款诶，我是想讲，咱糖伫倒位啊？糖二楼啊？跟我水不同。甘蔗吧。感觉甘蔗我是大多有版淡薄啊，我是。等有要先留落来做册，哦对呢，甘蔗嘛会当哦，甘蔗嘛做册啊。就干那感觉会当做册尔。嘿啊，甘蔗偌好用咧。咱嘛无甜菜吼，所以糖嘛敢若有甘甜蔗。菜，甜菜我有摕籽啊。哦，好，我来种。你会当种厝后壁遐。对。啊，叫比菜，就我咧种小麦遐，好，OK，我来摕籽、无吹免叫伊食。会籽花籽、籽，嘛通用空气话啊，迄嘛是会使啊，迄嘛是会使啊敢会使烘诶。应该是啦，应该他代替烘炉做诶代志，应该就应该会使啊。恁这鸡仔敢会伤济？不要紧啊，闹热啦，互因毋判。这敢有30道啊？哦，虽然讲无，要毋过个红菜头甲嘛无翻卖，个红菜头尔。对，我要找籽。用石头哪会遐济款对？系啊。遮，好有。哦，籽伫遮呢。籽伫箱底。OK。会籽伫遮。嘿，花籽伫遮。好。籽。白。嘿，有一工我做伯伯的时阵，就会当唱一条，啊，就变成籽伯啊。籽伯。无，敢毋是应该叫阿花伯？花伯啊。倒一个较好听，啊，做歹听。恁敬，听起来就花花呢。目睭花花。对啊。目睭花花就开始要流目油啊。嘿，无我就看做菜瓜啊。我直播好宝宝。慢慢呢。伊即马笑甲
嗯，盖起来，像所以呢，像我唱甲唱火锅部，咁唔係你念他都係紅紅紅哦，會，紅到底是冲你去老加灰工，啊！救人，机会拍老灰啊，安尼嘛对啦。你去加工阿辉伯、火锅伯，个有伊利公安尼。啊 Campbell 咧，Campbell 要叫啥？我唔知。这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吼。不要紧，咱老人会时间要长诶。啊，安怎就收着？变绿叶，绿叶。对呀，还确定呢？哎呀，毋是，敢毋是咁明小弟变老叶啊？敢毋是？呵呵呵敢毋是在？无啊，我是讲听起来，而且听起来嘛，真尊贵啊！有淡薄伤尊贵啊。敢会？听起来甲某两位新名听起来是同一组诶款，还确定呢？无啦，应该应该是袂安怎啦？应该是白啦。哦，我我讲中年六听起来所以我袂是歹，听起来做无尊重诶。这实在有淡薄仔超过中年。还确定呢？老花啊，我要少年会若老着，阿会若老会着老花啊。对啊，老伙啊。虽然大家拢叫我阿慧，啊，毋过你嘛会当叫我阿姊哦。哦，真多谢你。多谢我诶分享安尼，哎，对无毋对？哇塞！免客气啦。当然要食羊肉咯，敢有人要啉牛奶？进来台，因内拢当然啦，食啊切草着，哎呀，爱食大鱼大肉。人讲大鱼大肉也着菜角啊。系无毋对，哎呀，咱有毛啊，有毛好，哼。阿毛有要创？啊配牛奶。是呀，耶，是啊。日本可以叫阿姊，这感觉个我使规气叫阿辉姊啊。会记，对咧，你的记我直是，接就阿辉姊。签军的时阵就叫我阿辉姊啊，就会使。哎呀，会记嘛，会变会记啊。火鸡嘛，当变火鸡，莫变火鸡的。飞机你喺伫水内底游呢？哦，袂使呢，我无啥会晓收水呢。你会好啊，啊，当时穿棍，啊，当时要穿棍，缘分啊到，我减肥了才穿啦，我真伤肥，我无想要穿。真正诶，哦，真正的部分是要穿棍的部分是真正晓。嘿啊，大裤嘛是真正诶，怎伤大裤无想要穿。我哦，若有好，较瘦，虽然已经做瘦啦，啊，毋过即摆诶做瘦是瘦起来诶瘦，毋是肥瘦诶瘦。我想讲你差不多音在毋对，你是讲，迄两名啊瘦，两名啊肥，这到底是无，瘦起来啊，毋过肥，好，无问题。无问题，应该普通诶困扰啦，普遍诶困扰。减肥后死人啦！是啊，迄穿过嘛后死人啦，哎，袂会使使，啊，袂使啦，袂当然无使，啦，嘛会使先穿棍，再来再来叫啊我。是人，对啊，啊，我穿袂落啊，以早买的，即摆穿袂落。所以你有买棍哦？有啊，哦我即，摆拢变做阮女朋友咧穿。我嘛是是会使啊。我是我还袂歹吼，无浪费啦。对啊，有人穿就好。嘿，
会红检举无太？袂啦，应该是袂啦。啊，会穿裙应该是袂啦。什么意思？所以根不是人，根不是人的问题。啊，咁毋是你讲这？遐袂好，遐袂好。啊，无啊，靠腰。无要紧，佮小等者。无，我已经甲慢起来，哇，好，好，袂晓进餐。无要紧。即嘛真歹判断，判断。有影。这啥物声？有啥物怪物咯？高咧，无毋高咧嗨啊！歹你想你啊，所以咧嗨啊！我其实你是怪物，我毋是迄个意思哈。应该甲讲莫靠腰。敢得遮歹？你甲人牵倒转来，佮甲人放散，你当然嘛会嗨。啊，我是迄个惊伊出去相拍，很怕死。应该是会哦是吧？应该就会使补回款。夜晚的袂甜，夜带的某袂爱你。哦，较会安怎？后壁的田会当收啊，会当你会收啊？当去收迄边啊，耶，迄边的是会当收的。走毋对。哦，你讲咱新厝的今目要先休困啊，哟。啊，好要休困啊。后壁迄个好，你先去休，不要紧，暗暗，慢好好困。袂晓种田嘛，爱会晓种蚵仔。会晓会晓。种蚵仔简单啦。诶，有多少煮出世的会晓啊？对，苦咧，就种好啊。放咧。苦诶，出来者啊，种好啊。等，咱会小龙。歹势，我咧看落诶。迄样。哎，个小龙，真正无咧看咯。慢掉。分事。啊，袂大诶，拢慢掉使。我是狗仔食菜，狗嘛是。狗袂当食菜。会啊，嘛是会使啊。哦。上来就是学托课的时间。啊，我都可要创啥？种田的时间我知。确实是安尼，男主的人嘛是伫咧田内底出力啦。哦，足够早的呢。诶，哇！敢袂当收啊？啥物？无，我咧看我的田，看无啥。哦，应该这看来拢袂当，这拢遐袂当收。袂大，拢袂大。OK。所拢是做鸡卵糕，嘿嘛是会使做鸡卵糕、种蚵仔，拢有人讲。我是感觉讲来困，你要困啊？要困啊，就好啊，要困就袂使啊，要困袂使，等下我先想缀物件。咯。哦。咱今日就到遮，咁好。大空多萝卜。大空。好，等下。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大空多萝卜是啥物？大空多萝卜。大空多萝卜。敢是头版菜头的？哦，会插。啥物？系啊。敢是？不过我毋知影是安怎形容，安尼讲。大空多萝卜。这是啥物？这是啥意思？啥意思？这什么意思？就是。大空多萝卜。分开拢听有，啊斗做伙听无？嘿，对，安尼。啊？啊，个有。有上有会使甲伊教我物件。盘子。这个太太啊。太太。太太留伊的。留伊线了啊。线甲中来甲你裁。敢会？你若甲裁，还是我裁？敢会使饲红菜头？还是该留条？等下。我会当，无你爱先甲迄个伊的主人裁死。哇，
呵，我看我我你表演，哦吼，看你表演，我都这，诶，毋过因攻击嘛是配喙软尔，配喙软尔。啊，毋过喙软嘛是会听嘛。诶，我是知影会我创创啥？啊。我来，我有线。安尼敢有啊？啊，毋过一条尔呢。哎，是甲我抓，还是怎抓的？哎哟，咱来看者，好死，够过分的这，等下线内，伊线登去，上船安尼，那安尼，诶，敢毋是条工要两只互伊，拢上船的，那安尼，敢毋是条工互伊上船的？无呢，毋是呢，那就我是讲讲，，好，无要紧，那安尼就互因小冷静静者，静者，对，小冷静者，一乖嘿啊，嘿，古水呢？因足乖是甲我抓，嘿啊，除了配喙软以外，嘿，真乖啦。伊对阮两个真好，啊对Campbell 无啥好。对。我是出来打伤害咧。伊是负责错诶，咱是负责看诶。啊无，我是负责看诶。羞，最难羞。我手机好创啊！感谢我都用，我应该袂使用混，嘿，应该袂使用。无法度。靠腰啊！哦，应该是我多。用坏就好，对无毋对？拍人就用坏就好啊。阿辉，嘿，我教你分，这教我啥物？张是要袂当捌咧，这张是会当捌咧。即摆即张会慢，哦，即张通所以慢。啥？这只糖板，嘿对，啊这咧，这袂使，迄啊个袂袂使使，这个袂使，迄感觉色诶部分无够济，出来较济就会使慢。所以这哦，伊迄对，你看，伊嗨，迄安尼伊无大靠腰，爱看运气吼。嘿，诶，有毒诶马铃薯嘛会当摕去做迄个骨头糊对无？迄度直接做哦，袂肥使，啊，袂使做肥。袂使啊，袂使袂做啊，肥。迄到底会当做啥？薄薄诶，薄薄诶，啊细诶，你咁对？啊薄啊，好食啊。假土豆。对另外一边诶人，确实是土豆问题。嘛是啦，话是安尼讲无毋对啦敢。是安尼讲？奇怪，这袂样伊呢？那你这适呢？当氧气，敢会落落去水底？袂会啦，会直接落落去。我毋过那袂样伊。嘿啊，可能爱小等啊。哎哦，呦，拍着就使哦。哇，安尼就有啊，好，好，真好。真好，看伊会使试到啊，哈，敢有影？卖啦，有毒呢。你食落敢会歹腹肚？啊无饲这两只，安尼咁好？我食去啊虽然讲是别人诶，我已经食去安尼。啊，你已经食去，遐紧着，遐枵。嘿，有毒照食，照常食。哦，伊就啊，第一摆放上高，即摆毋知影食几个有毒诶。好食吼，有毒诶较有滋味啦。因为我逐件拄着有毒诶，我摕互伊食。对，我拢真正足乖诶，我叫我食我就食。照食哦，哇，嘛是诶，人诶心意呢？遐无够，遐无咧紧。对啊。发炎啊，哎呀，发炎。咱头仔做鸡两个啊。我今日怎么听老人咧骂啥物应用啊？硬哦，硬是对，讲人你敢是还好过？头脑无啥发展无啥好诶人，哦，嘿，就是因为
要安怎讲？有一种还未发展好的人，伊讲话讲袂清楚，就咿咿哦哦，所以我听讲你毋是这个，毋是这个，毋是这个，要毋过淡薄仔消息。所以人若骂人也是错人讲咿哦，就是较歹听的啦，就是哦，淡薄仔气息啦。伊有讲小中风嘛是有安尼讲的，应该嘛是安尼讲，就是中风嘛是讲话咿咿哦哦，我想要问，就是嘿，甜菜是要安怎做糖？敢毋是直接放伫咧盘仔底？等下我看下。会变做红色的色料呢？敢爱烘？那烘一个看卖好啊。好，烘看嘛。咱有一个烘炉，所以讲会使直接来试。好。伊方嘛有满满的心意。什么心意？敢是饲狗的部分？可怜的狗。出等下，这内底嘛有烘炉呢。系啊。但咱有3台烘炉通用，所以讲真济啊。那像袂使呢？袂使。袂使烘呢？无你查一粒摕我看卖，我来看一下。兔顿得咁意哦，我是这我知影讲，嘿，无我毋捌听过迄个兔豚阿公迄个讲意哦，嘿嘿，我嘛无听过。你就是我古早拍是讲意哦爱叫哦意，靠呀！那就嘛无毋对啦，那小中风。对啦，要毋过对啦，那小中风。淡薄超过。嘿，爱小姐。对咧，糖是毋是袂当？我看一下，我来倒吹。糖。喂，今仔日有人帮我动，我毋是第一个走去困的。好。你还要困哪里？暗。好，辛苦。暗。甜菜咱袂使做糖吼。敢会当饲猪呢，所以伊是甜菜嘛是甜菜哦。甜菜嘛是甜菜。原来，安尼咱就毋免一定爱有红菜头啊。这嘛会当饲猪安尼哦。毋过红菜头嘛会使，红菜头会使饲马啊。哦，好。安尼这就互猪用。哦，会使哦。煮葱有13亿哦。原来是安尼。啊，这糖果甘蔗也是迄落旁边内底摕嘿，所以讲甜菜无多。好，敢会当饲猪尔，袂要紧，反正咱嘛做需要饲猪的。哦，对无毋对？加一寡猪肉来卖。有食过甜菜做的糖，迄是啥物滋味？我毋捌食过，我敢食过甜菜本人。甜菜我其实嘛无食过呢。我敢食过一摆，迄阵是学校上课，应该是社会，就是地理啦。你讲地理，就是讲有诶所在无种甘蔗，是种甜菜。该种甜菜，对，就互咱食看卖安尼。哦。迄个老师伊就去买甜菜。即摆敢买有？我毋知呢，可能爱去找迄个有一寡，若是超较特别的店。对，较特别的一寡市场啊，啥呐才有。哦，咱会使做鸡卵糕啊。哦，水。我毋管，我就是要做。虽然有人讲甘蔗要留互迄个。甘蔗爱留互册，袂要紧，
即摆伊无伫诶。对对对，我无炸迄个鸡卵，小等者，做了鸡卵可能边糕，仔着，嘿啊，甜菜佮会使做啥物料理啊？我无敢会当看过。煮汤，有人煮汤，哪像捌听过，毋过迄个味是啥物款的味啊？我嘛毋知呢。你讲甜菜本人哦？伊本人是啥物味？哦，就是是讲汤，本人就是无，袂讲介甜，就像甘蔗，就是伊是有甜，啊，毋过袂甜甲足超过，就是小可会甜诶菜。有讲若无讲，无啥物特别的味，整个型无啥共。应该是我袂晓，我袂晓形容。伊就是对，伊就是甜甜，啊嘛有伊家己一个，有家己一个特别的味，就是甜菜的味。吼，嘿，啊，我想无有啥物菜甲伊相像。味甲菜头的味敢有共，还是无无，共？我感觉完全无共。无共，甜甜的菜头，我实在较好奇味，实在无食过。我食的菜市仔糊看过大头菜尔，其他的哦，大头菜敢毋是迄个，迄个啥动物森友？对，就是摕来投资的，嘿因为日本话卡布就是大头菜，啊卡布嘛是股票。哦，是因为安尼哦，对，所以是因为外音才有诶。共音应该是算讲共算是音佮共字，哦，啊，毋过有两款无共的意思，啊，所以讲因甲大头菜摕来做股票，就是安尼。哦，原因来是，为伫个日语内底，因是共一个名安尼讲，所以这设计嘛是真新鲜、真趣味，伊嘛真高想。哇，这鸡卵糕，毋过大头嘿，你讲，大头菜我嘛无食过，我拢无。大头菜咁好菜，咁好食。我嘛食过大头菜，我嘛毋知影倒位有咧卖。菜市啊，菜市啊，菜市啊应该就有卖，毋过甲菜头真正无共型。哦，会当后回去看觅者。好，咱即摆有鸡卵糕啊。好，真好。自从以前会看日本的卡布，敢是大头菜还是股票？应该是股票，看大头菜要创啥？我是讲看大头菜来种啊！要不要？我来。我摕鸡卵糕甲啃。我有钱，你有钱啊？我有钱。哦，我想讲你要摕钱。我无钱，我嘛无。我剩下人。我嘛是。好，咱会使来困。大头菜要大出哦，寒天敢若着菜头、大头菜即款的着大出啊。卡布是去开写卡布，对，就是即个卡布啊，迄个卡布就伫咧日本话是股票，抑个大头菜即两款。来，咱有鸡卵糕，你敢要来食一喙？我即马饱，所以讲无法度食啊。安尼我食，我食两喙。袂要紧，小摊。好食就好。耶！对，有啥毋知想到无互咱落？袂，也是这卡掉。有啦，咱呢爱卡掉，头一个爱卡掉。有影呢。好，咱敢要来翕啊？好啊，要来翕着，会使来翕啊。好，安尼今日真欢喜，佮做一寡足济代志诶。对，我毋对。等下，你甲鸡卵糕囥去啊，结果伊下骹放煞飞出来，伫我食。哦，伫你遐，我想讲伊走去倒位去，原来伫你遐。我想讲，那身躯顶那加一个。
要紧，你看要放倒位，还是要甲食去拢会使。我看一下，要食去，无啦，我想讲，开始学着这敢会通，讲话啊，敢会使好歌？嘿，袂使哦，好好袂使哦，无，我懂，等下，袂效日。我先放我身躯顶好啊。好啊，哦，你做纪念，等食了，咱再甲这片放倒转。无问题。哦，嗯，安尼收收诶，好，收收诶，差不多到这。好，我先来错，关啊。我来下。嘿啊，我来，好，我先来，我先来收一个。好，安尼我食着直接关啊吼，多谢恁来。袂当好歌嘿，无法度好歌啦。好，嘿，我食嘛多谢刘克车，有咱的Old Man 啊，感谢阿姐，感谢恁来，对，哦，感谢刘克车，感谢阿姐来看，嘛感谢酷沙瓦，多谢恁来，安尼要来困啊，哦，安尼咱着，安尼哦，明仔载毋知影敢会耍 shawarma 呢？我若委托做袂了，我明仔载可能都袂突发，哦啊，煞来就是咱拜五，拜五伫 YouTube 有聊天顶，我即摆聊天顶的电动我会开伫 YouTube，所以大家拜五下晡4:30会使来，好，安尼真感谢大家今日来甲我捧场，安尼咱着后摆再会啊，拜拜。